大家好，我哋轉來咯，轉來咯。轉來咯。當今我咪講，各位聽眾歡迎咯，真係就想聽什麼？各位聽眾歡迎咯，都係小聽邊咧，好嘅節目。我節目做緊阿妹佢處理嘅時候，我想麻布，然後咧講話唔講未清嘅。即係禮拜咧，我哋特別嘉賓咧是撞咧困起了誒，後頂阿龍咱美國啊，一真正無用，啲個人做掉拍好堅持誒，即個物件誒 keyboard，所以伊就無用啊，可以去困一啦。伊個日日淡薄可以讀嗰日到啦。然後個有特啲啊，即啊對嚟啊，我佢驚當你對厝啊喎，即係你厝啊嘛嚇。唔是啊，哦，即係你，哦，即係你被你個了人嘅。哦。Yeah。แล้วก็Clubhouse 嗰邊朋友是怎樣看 Clubhouse 嗰邊個有？因為成日存YouTube 存我一人嘅，不要緊啊，少咩會？不要緊啊，你話叫別人去看，九三隻去半鹹店啦，有啊三六沙啦，南西啦，南西邊是困起啦，個九三隻。九三隻你買嚟 YouTube 啊，加入 Visual 8好玩看你白嘛？看你白，唔是看我白。有 maybe 嚟，咱嘅 viewership 較高，咱就當看你白。就咱咪就咪看九三隻吧。喺 YouTube 佢哋廿屌甲你講落一人看嘅嘛。哈。你 progress 吧會呵。哈，對，你看到一白先哈。起只關嘅 OK， 當今即個禮拜咧，咱嘛看到伊個 topic 咯 ，topic 是叫做車吧、背吧、車吧背吧嚇，的哥乜嚟啊？的哥有啲個嘛？的哥係寧阿達嗰隻車啊，是困起啊？阿達同埋困起咋？伊困起啊，唔知是的哥。冇阿達冇啲個，特別伊 camera 冚去，特別我唔知伊有車，伊 already 困起啊，我知。係，淡伊無地氣啊！你個對嚟嚇，我看到伊困去啊，伊是幾兩個呢？你講你情人嘅山嘅水，你不要開你 camera， 你困山嘅水。唔係，我昨天擺物件。做咩 ？assignment OK。你去嘅做去估啊未？冇啊，嗰啲單有。但你白掉，你白咗估啊，嗰條單去估。唔知，不知我看到你嘅時，你咪教我講咋喎？你我未見到佢啊，或者係時都估嘅做。你喺變只隻，或者教我講。OK， แล้ว當然即禮拜咧，แล้วก็尋 Clubhouse 入邊嘅人被個人講人嘅隻白是隻白啦，冇尋咩白本好啦。你人食個隻正嘅，還是食個隻？淡仔正，我就佢哋講正，我較濟是講正吧，還是赤吧，還是食個隻肥吧、油吧、背吧。我本想，你本食個隻肥啊？哦，半山赤。我看，啷看一看嘅面啊，啷看即我佢見嘅面，意思是個隻赤吧，是肥吧啦，因為山，一定是個隻正吧。正吧。我看伊山，你看你是個隻肥吧人較濟淡薄辛苦，淡薄成日玩咧，淡薄靠白。面衣啊，哈，面衣辛苦吧。你看伊咧山一個一定是個隻赤吧，但係咧 maybe 咱是叫做咩？咱 prejudice， 咱 prejudge 伊，所以咱咪是 prejudice 啊，是係咩啊？discriminate 反映這樣 stereotype。stereotype。stereotype 山嘅人都是無隻油嘅，但咱每看伊是有影是無影。嚟，你是個隻油嘅吧，還是個隻正吧 ？OK， 我細漢嘅時，我真正唔敢食油嘅，嚇，我感覺食雞喱嚇。做到你咪是 naturally 是山嘅人咯。特別我你自食，我自食了，我會食，我自食。你自食是會食啊。自食。所以我細漢甲大漢啊，我是唔捌自食過正吧嘅咋。我是唔捌雞喱肥吧 ，OK？ 我一世人，有人甲我講，你食你皮你搞你油你袂雞喱咩？我唔知你感覺是安怎咧。
吉利，古早我細漢嘅時小巴，我跟人食你巴貴呢。哎呦，但係是你 naturally 是，特別無巴魯我 suka 食貴，你只個了我 suka 食。特別冇我是講你 nature 就出事你就是สุก食 naturally สุก食，但係是不是屬一個山嘅人？是咯，我巴魯真正 suka 食。我唔捌想過講，要食巴吉利我唔捌，我應該唔捌有呢感覺過。我食巴德，我食巴德，我哋食巴德幾地，我食巴德嘅。哇！我古早連你巴油泡啊，成日拆粿條嘅。冇買啊！我冇打食。Oh my god！哇！我未了解。巴魯真正 suka 食，我巴魯真 suka。我 the only way that 我會想到講，我會了解你，就是想講，那是我想到講，未食，然後就是講，互我食正吧，互我食赤吧，我就咪食。所以有人，我唔是吉利，我是笑都有買嘢咯。講。我人知啦，定知你嘛？知啊啦，定知講俾下慣嘅事，俾下你就講只只係我咁運咪食你背吧。講就一年啊，是阿咪？嚇係慣，一年，係慣，一個你字我都未談講。到你慣，你人講買又都，你冇情緒。處處講一下是白情講嘅下。定知我放出來時，我做 promo 嘅時。是什麼啲講？是定知我放隻 promo 時講我想放到啲 Instagram 是隻 promo 嘛，我講對，實個是白青啊，白青個屌我就是你係嚟 short 咗，我係我隻 story 隻 real 嘅，隻 real 是講，而家冇得人講咁我情緒係慣啦啫。係慣是講我買隻背包一個月，一年我俾。一年上久，一個月我冇幫幫，一個月我幫幫。你食我未。你食背包咩？特特啲食。冇啦，特別我食到嘅吧，就是要背嘅咯。所以我有當食啊，你黏就掉啦。嚇，你呢就安尼搓，安尼攝。掉就食。So 是 any kind of 背白咖料噶、雞白噶、咖料，所以雞白咧，我哋食嗰隻雞卡脆、雞皮、雞腿嚇，加大嘢大下面嘅腿大腿。你叫我食咧雞胸白，我是食唔落。I mean 乾爽嘅。啦，我會食啦，是講我你互我再食嘅，就是成去夾咧。較肥嘅吧位嘛，然後我有當時我會真想食，我成都大概有300巴，我成都300巴咧，我是買一條我包起來就啲咧 foil 咧plastic wrap 位啊嗬，然後有時我無物件食，想食時候我就夾出來，我有時係到啲 air fryer 位，我 air fryer 時我一個口係係 air fryer 時，伊就係外口淡薄溫淡薄嚇，然後我嚟嘅咧溫佢咧，我較濟是溫佢咧。嗰個薑，嗰個可憐嘅嗰個薑，然後我下淡薄糖，下淡薄醋落去，然後下淡薄水攪係較清淡薄，然後就安尼溫嚟食。我甲我規囝想，我細漢時我唔敢食肥肉，我是來甲 Canada 咧是把你甲學食肥肉 ，because 你去嚟 Chinatown 你買小肉啊，伊肥甲山，咱唔通經嘛嚇，都唔嚟出時我是食山肉呢，我是食你赤肉呢啦。แล้ว嚟甲這邊是冇辦法，伊你冇通經嘅，伊浸，แล้ว對來嗰時安尼貴啊，冇辦法佢食，未歹食 ，and then from then on。把ลูกไก่เขาจับปุ๋ย 但係你是冇 expose 到呢啦，你頭是冇。哦 ，like 有一人我嘛是甲食ปุ๋ย吧，食啦，真好食，我看到你油啊，我食吉利我唔敢食。我唔捌吉利就，所以我就無明白我看，我唔捌看到有啊吉利，我真係未燙嘅咋，這物件是對我。我唔是看啦，吉利我是食啦，大脆啦嘅 texture 啊，嚇你 texture。咁爽咗，我只暑假咧係咗佢暖嘅哇。我細漢時感覺吉利啊，油個了，脆。伊油個了咗，所以我唔敢食。路人講嘅黃白人。แล้ว我冇食炸係你炸雞腿，我冇食炸嗰啲。有講哦，呀，即係整雞腿加啲嘅。整雞腿我細漢過嚟食嘅。我สุก食參，那是你叫我經啦，肥肉嗰是赤肉，我咁樣近日經赤肉，特別我 ultimately 我是สุกlike maybe 75% 赤，25% 油嚇，我是100%肥吧。
不，我會參，所以若是講你俾我食正肉咧 ，maybe 特別 at least 50%。若是講你學我燒肉就40%肥嘅，我都未燒嘅。哦，因為佢我未較嗱，有年我就把你真正 suka pork belly 就，啊是你講去 restaurant 上面要睇景面吧，嚇，我只隻我看到 pork belly 嗰條景，就是當我把你有年就學你阿嬷拍行政咯，定等咧博俾呢隻笨件嘅嘛，特別你係是阿嬷食隻啊變咗貴氣啊，當佢。就是咯，讓拍碎。特別我食隻，我看那隻好，我去正嘅燈籠店啊，往伊是啥叫咩啊？啥 cafeteria style 嘅賣物件啦，食啦，伊是嗰啲 Asian 嘅物件，所以我就去買伊一個，伊個唔是伊唔是燈籠，伊是 under 咧韓國嘅 menu 嘅，伊是一個本是做 pork belly braised pork belly 哦。就咱空豆要慢，可能我講我對暖對流咋。然後我計講我愛 fatty， 我對 order 係少計講啊 ，like only skin and fat it's good 我計講。然後揾到未有，我講嚇，你唔係係日本啊？因為依度依硬，每次都俾好一啖薄嘢咧白喎， feel 到成個伊唔啱咧就，特別我愛食緊啊，我隔了伊白買緊啊事咧，你我試人咧食，我上擺我嘅 niece 就而家食個食肥白咧就，伊訪同我講，你愛我嘅即豆油白，我講我一上油我別得閒，我就換車去出嘅。我哋，但是講，你叫我食。你白有油嘅啦，我特別食伊嚟有飯啊，是啥？參啊，有肉啊，但是講是冷記記啊，可能你叫我食你肥白，我未食，我真記你。冷記記我未食，啊，冷記記我未。啊，係咪temperature我未食？你愛食下你肥白姐姐，嗬，喺 Malaysia、Asia 為了講啦，即係講除嘅 ，because US 嘅 pork 咧要 genetic alter reduce the fat。當今冇啊，當今 pork belly 起條樣 start。yang較脆啲較肥啊，當然薄belly 興起啦。不是只看過脆嘢你 gene，because unless 你 genetic 樣改過啊 ，because the demand in United States， 我講 United States 啊。當片慢慢話報計路 ，because 當今嘛，即係薄belly 嘅 market 啊，你大一個呀，樣到啲實到對嘢你去看，是講特別 in time 一個會超到對啦，伊 genetically。我一當今，若是講伊愛 pork belly 嗬，伊會食較肥嘅物件，特別伊會 genetics and 你 muscle 啊較淡咗，所以伊會彈較濟類啊，伊會彈較濟類。袂通無 reverse 了誒 ，because 你捌只去日本食過啊，你 pork belly 啊，我係有啊，好啊啦 ，because 我是食肉人嘛。但咧，if 你食正，你教我去食物件就好啦，你教我去食物件，你食㗎啦，一隻要嘅啦。嚇！你教我食，你刮出來啊！隻人啊，你刮伊皮嘅搖出來。對，我好啊嚇！我特別我教我朋友啊，自己食物件啊，是講樣刮，你皮愛食，你 before 你食是刮嘅啦，好啊。誒度假錯嗬，我只盡量 ，because 度假錯只感覺除掉鏈嘅嘛，所以我除掉鏈嘅，and then 你皮嘅。你度假錯你不要食你啊，不要食你。就是諗咩炒啊？薄卵。出未聽啊？入嚟講，點解就聽到諗咩豆啊？你要食薄卵讀卡薄卵嘅錯嚟啊！你用煮個係唔是係夾線對嚇！你咪是夾線煮到卡錯咯，咪夾線錯咯。แล้วอีจุดอะไรชอบ特別你皮咧，皮你加隻。聽格計，你會使叫佢哋抹出個咯，聽格嘅嘛。白布講結婚食啦。佢是最好食了誒，你叫我經肥白、山白，加是皮，我是經皮。你說嗰隻皮是會薄掉淡薄，較薄掉有潤淡薄誒，還是納嘅？蝦米款嘅皮我本熟㗎，油呢我本熟㗎。油嘅我本熟㗎，แล้ว迄個黏嘅我本熟㗎。collagen ，OK。啊，對。誒，你 battery ไปแล้ว啊，別使講我聽到。唔水嘅，你點咩？別使講。
别使讲点啊。 monster 出来 monster 變 monster 嘅。 OK， so 我會小粒個咩？哈 OK 嘅嚟，我會問你是個食車吧人啊？你是個食車吧？你 try to 講好啊？會明白你做乜是個食車吧？除了講啊， Texture 你除了 texture 啊，即係得個講下，應該一準咯，個隻咯，係咪準？現準準啊？啊，啲車白碌架碌起時一接隻啲，啊，就有一接對隻對啲。對，了我唔知啦，學我啦，成個較肥嘅吧，我是會接受，不過我細漢時是完全袂接受。你較較肥嘅吧，迄油嘅味吼，我唔知是我自愛是話啥物，因為食落去啦，無管是杜卡錯啊啥物，我會食到迄個杜芡味嘅。哦，對，伊油是第一隻現的味。了我無熟㗎，了尤其是迄個燒肉有哦，所以你唔是燒個，肉伊唔是伊嘅油做都無熟㗎，是伊嘅芡做都無熟㗎。伊會芡對，不過伊個 texture 本有影響啦。但是你無熟㗎，napnap呢，暖暖呢嚇。對，記啲啊， That is why 我 mother-in-law 嚟美國時咧，伊講美國嘅豬哦，冇咩甜咧嗬，伊 reduce fat 了，啊，冇美國嘅豬本是特別 because 正 flavor 是到底 fat 嚟嘅啫，即係物件。冇伊美國嘅豬是較早睇，because 我每一個豬嘅人，伊講伊嚟顯是伊 hormone，啊，一堆大咧是伊。啊，伊長大，所以即邊美國嘅啊 North America 啦。上by Canada，伊講咱即邊嘅豬個了是3季節、4季節，咱就睇啊，所以伊也袂唔是長大個。睇啦，鹽啦，有鹽嘅，哦，我唔知啦，鹽嘅，我啦，鹽啦，炸鹽嘅嚇。所以伊講伊有查某大波本是鹽嘅嚇。查某無鹹呢，查某哦，查某無鹹鹹。啊，大波嘅是豬羹鹹嚇，你羹嘅叫羹嘅夠鹹。杜哥啦，杜哥。啊。Because 我知道哦，有咪啫呢？伊甲我講過，伊講伊去長人店買迄個300巴，煮迄個豆油巴啊，有鹹，伊去阿摩店無鹹。แล้ว我就是買明白，แล้ว我問迄個 farmer 即邊嘅迄個去拄可能啦，我講蝦米數伊是拄無相啊啥物，伊講 no，伊講是伊個 hormone，所以我是伊講特別咱邊嘅拄甲即邊嘅物件，甲了人正早就睇啊，所以特別 maybe 有咧伊較老啦，我唔知啦，特別伊甲我講，伊講即邊嘅拄，because 伊是飼拄甲飼雞嘛，伊講雞是唔知是11 weeks 哦，我袂記啊，唔知10 weeks 或11 weeks，伊人甲了就睇啊，了I think。拄我會記唔知是3 or 4 months，伊講 because 伊人去買是較硬咗，伊人去我人即邊是甲了是就講啊，伊是啥嚟浪，伊叫咩啊？伊在邊340，嚇 auction 嚟嘅 auction 嚇，對，所以伊講伊人 auction 係是較硬，伊agak，伊人較矮。所以伊人睇是啊，伊人有 because 無對大了是伊較會賣，伊只炒只杜哥只貴嘅是派賣啦。呀，所以伊講，若是講是你是賣互你大 wholesale 嚟個了啊，伊人飼啊，伊人是 production 嘅，所以講 once in a while you have a farmer that 飼5隻、6隻、3隻安款啊，嚇 maybe 伊人無做來講 ，but usually 個了你賣互你大 supermarket 啊、大 manufacturer 睇啊嚟做 frozen 嘅物件個了啊，伊講伊人個了有較硬啊，伊人個了是3個月、4個月個了就是睇啊。三啦三，你講你是個隻皮嘛？你是跟他煮嘅皮呢，還是蝦米物件皮？你冇是個隻？雞皮你是個隻？雞皮我本是屬個，特別有嚟雞皮我無咪敢食。你食到冇？嚇，對，了有陣時伊唔知是伊 Q 伊毛無好食啊，伊想用雞皮，可一點碰起來就變波啊！哈，你記你啊！我看了我本淡薄記你啦，我都唔敢食。你免看我目睭冚入不即是，我講嘅嗰隻行你會知就是迄個日本嘅yakitori，係 yakitori 啊？會叫咩啊？日本嘅一簽嘅啊，yakitori 嚇，yakitori 啊，雞皮 yakitori。Oh my god！我食開去聽。好食。好食雞皮咪成雞咪是伊個油是伊個 flavour 嚟本。
特別當今那是我食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嘅咧，我是無食雞皮啦，because 我感覺啦無達上濟油啊，我 enjoyment 㗎伊個 calories 啊，伊無夠啊，伊 ratio 無夠。我 enjoyment 就是咁了，伊 calorie。我食買幾 bucket 嘅 KFC，咁了是皮，我就食，我就真歡喜啊。冇，我是白出來，學阿莫包食，學阿莫包去配，我夾見埋。把打阿莫包冇電視都好啊。係使着，我係使學路。我白，我在所食對面嚟說，我真歡喜，因為佢買雞皮去夾脆。雞皮你即係煎雞蛋，佢買雞皮嘛，佢哋是最好食，一食popcorn乾呢，是差唔多成個係你。哇！我真要啊！我早聊啊，咱都不敢半點食嘢啊。嗱，你雞皮嘅啊不，你人食你 salmon skin 啊，你就人食魚嘅皮跟咖喱嘅啊。啊，我屬日本。係你我食咖喱嘅雞皮，食煎雞嘅皮，都是成個一種 enjoyment。但係我要再講人一個正嘅，但係人哋個講價啊，這本講什麼啥講都是個伊 juice 加 flavorful 講。呀，只甜，伊真正 flavorful，油嘅 flavor 是較 benign，แล้ว伊嘅迄個吃吧嘅 juice 啊，伊只 intense。Actually，係你是個無相，係你是 protein 嘅 flavor，所以你是伊 juice。我了解，但所以人食燒肉嚇，你就要食油摻正，你正肉嗰邊，或是赤肉嗰邊，唔是伊赤肉。即是伊個肉位啦，你個肉是油個肉嘛，然後你油是個 flavor，甲你個肉個 flavor 無係你肉是 protein 嘅 juice 嘛，係你迄個你要食伊淡薄細較甜嘅肉，都是到啲嗰邊回來，油嗰邊是無。That's why 我講咯，70% 赤肉，30% 肥肉。伊對我嚟講啦，伊 ratio 是對啱咩？แล้ว要我是 the other way around，70% 油肉，แล้ว是30%。我倒背。50% at least 50% 咯。拍底是只，我60-40我覺會個，但是講你是只30%油上少啊 ，at least 50%對我嚟講。And 迄個燒鴨咧，我都會打閒較濟油淡薄。嚇，比較關係啊，燒鵝嘛上。Because 若是講你食燒鴨啦，你若是無愛食油啊，無蝦米肉食。Because 咁樣是正，伊肉正誒。伊個皮個伊個口嘅油呢個，伊誒人食鴨係 normally 食鴨是食鏈嘅嘛，鴨肉食鏈嘅嘛。你要食伊油是就啲伊皮嗰邊。伊皮油แล้ว肉，伊可能是食伊肉嗰邊，可能是食正嘅肉。and 燒鴨本是想大這邊嘅燒鴨啦，伊無咧鹹咯就，你大 Asia 食嘅燒鴨，你伊鴨鹹較重，所以我 usually 大 Asia 我無蝦米敢食咧鴨上咧。伊油嘅咧就啲鹹，冇鹹嘅就啲油嚟條。so usually 若是我鹹菜鴨。腐煮啦嚇，鹹菜鴨咩？我係問是老鴨，甲是少年鴨。若是老鴨，我無咪敢。特別唔是菜鴨咩？我嘛特別煮鹹菜鴨是用菜鴨煮。我唔知，我捌食過啊！哎呦，真臭！你去人嘅厝啊，你係啲嘅厝啊，你未噴出來。對。所以我無咪敢，所以我 usually 我係問是老鴨，甲是蝦米啦？若是伊人講老鴨，我無咪敢食。我係記定到我細陣時，有時講你食鴨燒鴨呢，你望食到伊鴨背，伊鴨卡嘴，因為伊鴨卡嘴真正重嘅味。對，所以迄個 farmer 甲我講，伊講若是你食蝦米 animal 個咧有鹹嘅啊、gamey 嘅啊，伊講 it's all hormone。伊講若是你食咧，伊人也袂長大。伊講 usually it will not taste as gamey。伊人講 gamey 就是人講鹹咯。So 不當貴嘅咧睇感嘛是無臭味咯。我唔知，我唔係食過人，你捌食過人啊？你 cannibal 啦，你是？你 cannibal 啊？當幾晚就睇感啦，當幾晚就睇感啦。伊講伊人去拍落啊。本時真濟人啊，愛迄個查某嘅，查某咯，伊人愛刀嘅 ，because 刀較無鹹，你拍肉啊，肉有鹹。所以講 usually 拍，伊講伊人去 hunting 本好啦，若是你拍着刀啊，有個人佢會甲你講，哎呀，我甲你燒換 ，because 肉較大隻嘛，較濟肉哦，刀較細隻咯，你隻 perfume 所以伊人有趁時啊，伊人會講 ，OK，I will trade my buck for your dough。
，because 嗯伊有无味，特别是较细只啦，伊特捌较大只，特别有香。嗯，特別嗬 perfume 人用佢哋塗嘅 pheromone 嘟啊，yes，because 塗第umami 嘅嘛，伊一係把佢還是哋油 gelatin 啊，伊 gelatin 哦嘅是唔是幾啊第umami 嘅嘛，compare 個牛嘛，哈，特別你做香所以特水嘅，伊別嚟做人有參香水過誒，伊用人有用塗嘅 pheromone 特別伊香用伊水冇啥， pheromone 都唔是伊味，I think pheromone 是伊嘅。不是伊嘅變大嘅味素咯，無像，because 你用香水啊，你愛迄個香水嘅人啊，伊用無像，that's why 你聽到 musk 個 哈 MUSK。哈， mask 就是一項款嘅 form 嘅物件，because 我規日問我講 how come I thought it's mask？ 伊講 yes， 伊講伊人用animal， 伊講第一貴嘅 pheromone 啊，都是 mask。แล้ว伊講 that's 哦 why 你有 cheap perfume。cheap perfume 就是用迄個 pheromone 啊，較棒嘅 animal。哦，咪用 But 嘟 mask 是第一貴啊，伊講你若是你買咧貴嘅香，mask 水啊，是到底來嘅？唔知 I think 是一項款嘅animal 嚟。哦，伊伊 animal 叫做 mask 啦，唔知我唔知是 animal 叫 mask 還是還是一個 type of pheromone 叫做樣 mask。叫 mask oil 哦，OK OK，啊。所以講迄個 pheromone，你講，但所以你看香水啦，若是伊 advertise 講伊用 mask， bacon，打死啊！伊講若是伊無講伊用啥物，無講用乜啥物，都是哦，參啦。伊講 that's why there's cheap perfume and there's expensive 特 perfume。別 pheromone 有味我去嘅咩？除啊，哈，啊，我去除啊你去哈， ，mask 一個 lock 嘅哦會，lock 夾的，啊，一個是 lock，所以伊講mask 是 reddish 第 brown 打死啲啊第，brown 打死。嘅，哦，Yeah，伊講若是講香水有用 mask， most of the time they will advertise it because anyone who is buying 但 expensive 係 perfume knows that mask is the highest quality。哦，你特別頭媽阿袂使講嘅時候，如果咱食杜嘅時候，要再講杜巴，咱食杜巴嘅是伊個杜巴是嗰無甲根本有嘅哦，咱食杜巴，伊唔是成講 yes 攞嚟嘅咧有嘅，哦無，OK，像雞我呢隻咱美國會食無呢，無呢，雞肝哦無賣，哦，大了，家變所以特別伊杜嘅古根無，特別你就鹽伊啦，就鹽伊個根，鹽無，because 味。 measure by weight 嘅，一次嘅 total requirement 嚟 weight 啊嗬，你即如果係講公司伊就是做刮 contract 伊嘛，個，伊刮伊個 balls 是唔是？按照鹽是我唔知講是咗喎啥物無伊？castration 啊，應該是刮伊個， castrate， concentration 啊，我伊嘅 tube 所以 because testosterone 是就是你嘅即係位嘛，類血嘛，血變咗位類血。叫啊 LP 啊，啊，所以我人這邊啊，有你去 butcher 位啊，伊有賣 coupon 嚟咗，都是迄個羹嘅雞啊，伊鹽。所以我問我講蝦米事，你愛鹽嚟雞？伊講 because 大波啊是迄個羹啦，伊人會較大隻。所以若是你哦，愛迄個 bird 啊較大隻啊，假使講像有個人無做 turkey 嘛，對。啊所以伊講成個 animal 本時啦，成個有個 farmer 講成個伊人是飼咧幾隻爾，還是 for you know the 家己安款爾。Sometimes 伊人會鹽嘅，because 你鹽迄個 animal 了啊是公嘅 right， 伊會食較大隻，所以你飼伊3個月啦，maybe 伊350磅，你飼一個母嘅啊 ，maybe 你話你275磅，都無好半，你知喎。哦，所以你你飼伊把上嘅哦嚇，即係是，唔知啊，伊是講公嘅 animal 會飼較大隻，those are all the 馬來西亞人 factors 有賣啊， because 我幾隻問伊嘛。安怎是你人安怎做即個，安怎做咧？所以伊 explain 我聽，伊講公嘅 animals 咧，上個人講，上個 OK，人大 North America 人食 veal 嘛，veal 嗰粒是公嘅哦，because 係你上細隻 veal 啊喎， ，because 係你查某嘅牛啊，伊人嗰粒是你學你牛生囝，你唔使大波查某嘅嘛，查某你就是技術靈啊咯，伊咪是去做 milk 飼靈嚇，後尾飼伊來夾靈。啊，對，特別若是伊生出來是一個大波嘅啊。哦，instead of 你 instead of 你一頭睇伊生雞，就是生一頭就睇啊。你唔講你講你袂使講雞是一頭睇啊，牛無誒，伊可以食，唔知是12禮拜啊時候，了伊就
就夾去睇啦，baby 呢啦，特別 then they sold it as at least milk，有 so 淡薄白，淡薄啊，尖尖嘅版係啦。要正黏嚟白啦，แล้ว正油，你講，伊講 I can almost guarantee you 99% of the veal that you buy in supermarket they are all milk。我白明白咯，就係我講，what do you mean? Why？你講，it's because they don't produce milk。And when you have milk, we haven't got to the point that we can decide the embryo sex. So you have a 50-50 chance. But you're not going to kill them right away because the cow has already carried it, for so many 你要客家氣啦，意思 at least 要度騰淡薄起嚟咧，變做 you let them suckle for a little while, then you take them away. As soon as they can eat solid food, then you feed them with solid food, and then you take them to the market, you sell it as veal. At least you recuperate. So 即係嗰陣時你 farmers 做成呢一格話 because 我俾每人開你物件，我冇明白，我未 understand 伊 operation 嘛。optimize 咧。伊 optimize 物件，所以刺激。佢嘅神了，佢去想啊，佢真係嘅。就是你想我未食啊，actually 你想啊，你未食吧？特別好 ，at least 你個想到好，你咁樣伊。細漢時試嘅去客家氣，還是可以試淡薄去食 review， 到一個家即啊。嗱 ，OK， 你嚟講啊，細漢都可以試，成個幾工咧啦，細漢都可以試去啊嗬，然後你冇未食，安尼細食啊嘛，所以你還是去試可以淡薄白，一食 review， 到一個家幾先。我是感覺。唔係，最少冇啦，學你經啦，學你經之內你係試法，就你是細漢，就是成個學你夭折啊嘛，你成日幾夾驚啊，呢隻款就是講嘅，都壓冇管係支持嘅就，所以你股呢，我是 feel 到 at least 一個成個會 provide 淡薄人食到 sustenance 慢可能，所以 maybe 伊較有較本來拍生過กัน啊。If you treat it as livestock, obviously, look, you want to recuperate some financial 啦。但是 Lucy 是一個似唔是 livestock 嚟講，成是 baby 啊，款嘅物件咧，係你是另外一條樹啊，一個是心，一個是頭嘛。對，所以特別要甲我講，伊講成我講 OK， 成個規節你 farmer 啊，你在人囡仔規節去你 4H 誒 competition 啊。แล้วมึงก็ those are male or female อีกอง yes อีกอง that's a good question because for age อีกอง usually อีหลังฉีมา but อีกอง sometimes the kids will fall in love with the male อีกอง so once in a while if you're a rich farmer you may keep it as a pet no different than you keep a dog อีกอง but most of the time farmers kids are told not to fall in love with those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livestock because they are not pet 特別好似人食白嘅人我是講你是講你 respect 你 food 啦，我 feel 到唔是講冇呢隻啊啦 ，of course 你即第一隻啊就是嗰啲人食，有人講財冇性命咧，嗰啲隻個幾細咯，咪是冇隻啊，你咪是你食白時候 ，at least 你就是講 respect 你 food，你俾人拍生你 food 嗬，你知啦，你我嘅想法是嚇，伊死係只隻牛啊，還是豬啊？那是你拍生嘅時，是唔是佢個隻鴨貴？你食得了伊吧？對，我本時係咁想。我成日咁想啊。因為你考我試嘛？試客家氣，還是試你食食？你講咯，你起來啊 ，the mother cow has already carried the embryo and the baby 都生出來啊 ，you know。然後但是嗰條河vet類生，有陣時佢生未出嚟時，嗰條河 vet Q 啦出來啦，係咪？所以對我嚟講啦，即係是嗰兩是貴嚟 earth 嘅 resources 嚟。人 respect 伊人買生人食，you know。對我嚟講啦，試下做咩咁冇咩重要，也未試嘅時你對啊，做一個。對，對我嚟講，成個你咁樣學伊係你成講你咪安尼 sold 成個 free range 成個物件，人講下伊成伊積壓時候伊拄啊，無限叮當嘅，你睇到係你較積壓貴，死起後你食伊吧。That's why 你 mass production 嘅啊，一隻大嘅farm mass production 嘅，樣太豬、太牛、太蝦米本好啦，太羊啊，樣太時，樣做甲貴人嘅，樣們真正驚啦就 ，because 樣炸樣差不多要條太啊。哦，嚇，所以樣只 stress 驚直講呀。
然後有咧個是掉掉啦，一掉掉啦，一條你兩下掉掉直接掛嚟。先話嗰時我直頭我變咗砌歌耳嘅，我變咗砌歌耳嘅。你哎呦，你一個月只車吧個皮料，你變砌歌。就係係你發乜講一項物件，伊無講嘅時，我個未 understand 咗。別，一個月只車吧們講緊你講歌啦，佢變砌歌。車吧歌們別啊，佢變砌歌。你知哦，真濟人啊，伊人無食肉嘅人啦，伊人是想講人食超市嘛，人多咗你 animal 咗，所以你發乜講啦 ，actually it's not true。animal 成個人呢，伊人歡喜嘅時，伊人會 produce 較濟。所以講啊，伊講 farmers 啊 ，usually 是愛互伊 animal 歡喜 ，because the happier they are。The better well kept they are, they produce more. So 那是你是愛類啦，你要 maximize your profit. Number one， 你愛互你 animal 歡喜 ，because 你 animal 歡喜嘅時，伊人會 produce 較濟，較少 sickness， 較你 vet bill 較了嘅。所以伊講特別真濟人未 understand， 伊人想講啊，人是飼 animal 嚟賺錢啊，人未對人 animal 好，伊講 it's not true，and which is true。冇得你 farmer 所講，就講你 mass production 嘅樣病啊 ，because 真正濟你 animal 真細漢嘅樣就睇啊，都未講你要做家樣啊，嗱歡喜。咱又講到啲係你虎嘅事，虎本是有。油卡油嘅吧，加你tuna 個本來係 grade 啊，你少少啦。tuna 啦嘛講 fatty tuna， fatty level 嚇。salmon 咯，佢哋salmon 特別 tuna 大少少係本隻濟嘛。你個看到啦，什麼白色嘅可能係個白色嘅呢？伊紅淡薄偏嘅可能。Oh my god！你係只吹喺咬嘢。佢哋食唔食？哦，佢哋 fatty tuna 嗬。fatty tuna 好料咯。個超多肉啊啦，多肉掉。一隻無上 grade， 一隻無上 grade， 呀掉超多肉。啷看你咧？是個正啊，是個油誒。油嘅啦，你三蚊油嘅。我上百隻啦，兩隻。但係即係未使講，你講你冇隻油特別油嘅，虎嘅油你個隻。虎嘅油嘅話，會到咧 any kind of meat 嘅件，雞又好，豬又好，我冇隻牛排啦。即係我記得嗰啲啦。我呢肥白，我係食嘅咧是係咧燒肉呢咯，係燒肉咯。特別你食係咧如果你食係虎，像人食馬來西亞是人脆虎啊，係咪嚇？伊巴刀嗰邊較油啊嘛，嗰邊你敢食？伊不如較冷嘛。嚇，你敢食？會敢食啦，我伊成個 gelatin 咧，成個淡薄是 collagen 咧，肯定是啊。我是食鼠個隻虎嘅面珠蛋呢，係你切佢啊。係你 actually 係你冇是對我嚟講冇是油，我冇食嗰隻喺邊嘅會。特別我較鼠個食鹹水嘅虎過正水虎。我本是。That's only different。正水虎伊肉較油，特別有你拖水味，特別伊肉較油。有咧。我講隻有蝦米 example 係咪？冇上嘅虎啊。正水加鹹水。拖水味咯，拖水味啊。fish 咯 trout 咯，咪是正水虎咯 ，trout 咪是正水虎咯。我是講 trout。So 你去你店食啦，你食會出嚟嘛？嗱 ，especially 你去唐人店食嘅虎啦，伊肉較油，特別要拖水味。特別當佢有你冇拖水味。catfish 我冇食過，because 我食你 catfish 係你 deep fry。特別啲 fry catfish 冇咩油嘅，當伊較少油嘅。特別你講你 fry 阿三你講嘅是伊肉只油只 fine 嘅伊 flash。對。because 我未曉，我古早時我帶 clients 出去嘛，我叫人 order 脆虎啦 ，because 脆虎特別伊 fresh， 特別正 fresh 嘛，所以伊叫佢哋正脆虎 ，you know，so I wasn't happy， 我講 you know。炒你拖水味，我講做咩事你叫你拖水味？伊講拖水，伊講正水啊！但人是馬來西亞人是較食海嘅虎嘅，所以中國人啊，伊人是自家食
正水的，伊人感覺正水啊較貴，伊甲我講，no, it's actually more expensive。我想講要我 ha thought it went cheap, you know。嗯然後我講，you know, you shouldn't be，你應該是袂使聲啦，你哈哈傳哈都袂使聲。你想講因為生你 because 只對逃避數我想我袂聲，แล้ว我想講奇怪咯，แล้ว我問 because postmortem 嘛，why 你做完咩物件？แล้ว伊講 no，伊講 it's actually 較貴，伊講中國人是suka 食迄個正水魚 because 伊肉較油，特別 yes 油味，我講不油味，伊講 yes 油味，伊講 but depends on how 伊人煮，伊講若是伊煮伊用薑蔥啊，還是咩薑蔥 ginger garlic 哈，若是伊人用 properly 咧，then 你食袂着迄個土水味 ，and then 伊肉正油。特別我唔知人講，我未見咗咩，我南西頂島我往去食過迄個正水魚嘅嗬，伊完全無逃避嘅咋，伊唔是用物件來 cover 嘅咋，我是聽安怎啦，樣成個是講，你掠了伊，你就要飼到啲伊嘅。水 aquarium 哈aquarium 哦，伊 acclimatize。哈 yes， OK，唔知可以戰落禮拜啊，哈禮拜可以大伊 clear 伊嘅土水嘅迄個 away from the system 嘅，伊都無變啊。奇怪啦，你講了對哈，because 我捌食迄個有陣時人去 restaurant 食，有陣時伊味較重，但我是較有陣時伊請哈味較淺，所以我，maybe 佢較 fresh 咯，佢我較 fresh，佢較重嗰個味。so 你講了對咯，so which means must be 伊人下啲迄個白位啊，互伊 filter 清伊哈 filter 伊就。來，yeah，make sense，make sense。是咯，because 伊想嘅海鮮嘛是想往時只臭臭，but 伊人掠起來啊，伊人下到 aquarium 幾那禮拜啊，是伊甲賣出啊，伊都無迄個味啊，伊都無迄個臭臭味啊呢。伊 clear system 嘛，我本身無是解咧土水味，所以你特別找有一些樣，either 是看 treat 過啥物伊都。一隻 restaurant 係是 OK 嘅。哈 ，because 樣 by the time 伊 transport 過來是伊 already。Yeah，could be。哦，伊 transport 到伊掠了個 transport 去 hotel restaurant 咧，伊 already 大到啲迄個。clear 水清氣水啊！แล้วก็ตัวเลยซูเปอร์มาร์เก็ต唔知一禮拜啊，你講所哈，就應該是有了呀。尖係啊，咪個了本身呢，伊家無係你臭臭嘅味，對水個了當劍海嘅水咪是臭臭嘅，當時對。特別係熱天嘅時，係咧蝦，係咧蝦嚇咧港嘅蝦啊，安怎個味臭？跟他糊呢？啊啲無油數，冇啊，臭臭嘅啊係。我唔是臭迄個土味啊。哦，臭伊白未臭土味，因為蝦白是黏嘅一部 fat 嘅數嚟頂。對，伊無。了，伊個 carry 嘅咧，黏嘅你會食咩？嚇你我食喎。啊蝦嚟啫。蝦我係食喎。安尼黏啊，伊白 texture 就是上加是。無上加你吃白才是。可你講咗啦，但是你想 overcook 來蝦本是別食。overcook 變成 rubber 呢？對，食 rubber。你 overcook 伊嘅即 protein 嘅 fiber 個了，按起啊我袂。So actually 我會食雞胸嘅肉嚇，就是 sous vide 嘅雞胸肉，肯定就嗱講對嚇。係浸雞咯。你就是 sous vide 嚇，白浸雞 of course 學我驚，我本是驚。即係配嘅肉啦，特別有人是你殺嘅伊嘅 breast 做甲真好食本嘅，還是 sous vide 嘅肉，伊每做甲真好食。特別你特別看，你特別還是唔是我是唔是 sous vide 本，你會曉係咧 brine 啊，你 brine 係咪先 reintroduce 咧 moisture 去伊肉裏面嚇？有 Costco，你在 Costco 誒，你就係咪屬伊 chicken 嚟？伊 roast chicken 啊？伊浸啲 brine 啊。And number one，伊浸伊 brine 了，伊較 juicy。未打。對。So 我那是。特別數比20年前個20幾年前個食少，感覺除咗個完全冇食啦。你是講 before sous vide technology 時候，你是講sous vide 有食過，特別 maybe 你較 accessible 嘛，較容易。對，頂到是 restaurant 㗎有。對。但係是食貴嘅 restaurant 㗎，馬路。because 頂到又唔是用 before machine 嘅時候，有時就會冷過了伊就。自己做咧 water bath，嚇，自己做 water bath，你特別啲 temp 嘛，就所以貴。對。你 actually 想嘅啦，你知哦，咱做下啲白斬雞啊，人雞飯啊，伊
想诶，伊是煮用嗰是拌水呢咯，嗰個是拌水。用點聲嚟做嚟食，instead of ，伊是點嗰個是拌水煮個菇，後面拌們上都用拌水煮個菇個好食嘅。because 伊 protein 袂伊袂伊 structure 袂換個，特別好。我吧，你都 chicken breast for 上個papai chicken 啊，冇食啦，咪講 KFC 啊 ，KFC 係咪八都未食啊？actually 對我嚟講我冇誒，KFC 唔是特特你冇好誒，我 I mean 伊，特別伊嘅雞胸肉是真係大，OK？我唔捌食過喎，我食過 KFC，我唔捌 order 過誒。你唔捌食過？冇，我是見喺 KFC 發酥，我是冇叫雞肉嘛，所以我就只講我就講哦，伊個 breast 是好食冇好食，因為我冇食誒。我就話想papai OK 嘛，papai 嘅雞胸冇會食。my favorite，我會食，我是個食papai 款。特別我papai 雞胸你食。Judges chicken 是叫做Malaysia 叫 Texas chicken。哦呀。Texas chicken 是 Judges 嚟嚇。嚇是。我伊名當佢 Texas Judges 要當佢唔知是唔知是啦，我大擺看到 logo 食，你睇 logo 食，我唔捌聽過。係啦。你最多看伊 logo 差唔多像嘅，伊個 design。係 cowboy 咩？冇啦，伊只 star 只 star。你講嘅是 Carl Junior 嘅 Hardee's 像嘅，兩個唔知嘅 Carl Junior 嘅 Hardee's。啊 ，Carl Junior 是 star。Texas chicken 我睇 logo 啊。Carl Junior 是賣 fried chicken 嘅，我唔捌食過。你看這個 logo 啊 ，Texas chicken 咯，最好。看伊 logo 就 star， 你看嚇，แล้ว你看伊個 Judges chicken 是我除 Judges chicken 是你看伊 logo 是像。hamburger 好食哦。อันนี้ก็คือ Carl Junior 像嘅，像。我不是嗱，係了。Hardee's。哦，是本來呢。伊是像嘅 logo，特別伊無像字呢。唔知最水到食攞你名啊，即係你講事㗎咧。OK。Church 是數嘛 ？Church 上未使喺 Malaysia。伊個 French Church 嘛 Malaysia 未使 haram。啊，那係咪 masjid chicken？一個人特別係。對，特別 Carl Junior 嘅 Hardee's 咧，做咩數？啊，仲係攞你名啊？特別伊無像嘅我 serve food Hardee's 加 Carl Junior。攞你是邊個 join 嘅？特別伊 menu 像哦。伊無完全像嘅 Hardee's Carl Junior 加是嚇。唔知攞你唔捌食過。特別伊係 sister company 啊。我是 just 想下 just 個 Texas 咧。是啊，我唔知 ，maybe 樣數你是想係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嘅，唔是 copyright trademark 嘅意思。係咪正冇是有 Carl Junior？啊，我是叫 Hardee's，叫 Carl Junior。冇誒，我諗捌有過 Hardee's 加 Carl Junior。就係 at the same street，at the same street。係啊，Best Buy 嘅 Future Shop 嘛是上公司嘅，是冇上名呢，伊物件嘅嘛是上嘅。等陣，咪講到點咧？油嘅吧？就話啲。儂油食嗰隻油嘅吧，是食嗰隻下面菜入面。咩啊？講下面 dishes， 你會食下面菜是食到油嘅吧好食。哇！我就冇嗰隻呢。烤肉啊，頭晚你講嘅你烤肉啊，我不是，我是家隻你鵝嘅烤肉粿你。我們是家隻，我們開始家隻鵝粿梅菜。對。滷肉飯。Oh my god！滷肉飯入邊，你看見散啊是肥白嘅嘛？對。啊是一半。我係肥肥的。滷水未經一半，滷水是我是肥肥嚇。你睇做蒜哦，有姜嘛？杜卡錯下你講。杜卡錯。杜卡錯。姜嘛菜啦。咁你講未使講我唔知，我未聽到你講咩？我講杜卡錯嘛，你講有菜嘛，所以我想到姜是菜瓜。冇，我唔是講菜，我係菜，唔是講，我是講三配菜。杜卡錯咯，都愛食有淡薄肥嘅 ，because 伊迄個錯些，你愛有夾淡薄，你食了啲嘅texture 啊。杜卡錯，我是講杜卡錯。但係杜卡anything 我就特別，我今日是講只女杜卡，我唔是講隻掉，因為鐵杜卡我唔是講隻。有陣時你記得當人店啊，養賣杜卡，哎呦鐵我啦啥？一參嘅嘛，一參肥白加赤白。伊個唔是伊個，我唔是講伊個白咯咋，伊個皮啊，潤啊，冇是講隻。
伊就袂煮甲我就被正黏正哈，爱炖爱破，哈，迄个较好食。伊夠爛了嗬，伊個靠 beyond 是靠較爛，迄個我會，但係你咪成夠爛較少，迄個淡薄條愛只爆掉我冇事噶。我女嘅我較感覺是個只女，我是個只空豆油吧。本是，我 favorite 空豆油吧。流流誒無嘅，哎喲，我平時若是講能夠來食下面，我第 number one 豆油吧，我只頭會好嘅。豆油吧，我是個只豆油吧。營豬誒豆油吧。係啦，我豆油吧定住，切薄白梨係咯。誒，有影咩豆油吧？營豬誒，來解。成嘅。你煮係咪咩數？你按咩做未成？等我講話係咪數伊未成？未成係咩數？伊無夠爛㗎係咪？我煮了啊，我唔知，我未曉下豆油咗隻，假是鵝豆油咗隻，豆油鵝豆油會味相當。你咪係個椒咯，係個椒來豆，係個椒。maybe 你會偏紅嘅飄嘅豆油比較淡嘛？look OK，look number one，我冇 recipe 嘅，我是阿格，多啦，但是你白較濟嘛。OK，那你咪講不要做，如果咪對到我就做。我哋講啦，喺燉大豬嘅時候。唔好意思講，你就對啦 recipe 啦，但是你用杜卡嗎？有陣時杜卡較大，有陣時杜卡較細。豆油吧乜用杜卡誒，三三八誒。Of course recipe 嘛就 double 咯條。我是係你。不過意思講伊豆油會味相淡，你咪說係上隻豆油咯。不一個嘢伊唔知係啦，這本你 because 是阿嘎冇啦，even 你家己阿嘎嗬，你家己阿嘎，你對唔對？係那部隻頭講你阿嘎嘎嗬，你個白豆你個換嘛，所以你就講白豆較少時就借咯，所以你阿嘎嘎。阿豆煮你好先你個了鳥，了對到嘅是比鳥。哦，就知道特別鳥嘅啦，OK。before 你下頭會曉嘅時，你特別鳥。嚇。哦，OK。特別你 even 你是阿嘎本好嗬，你阿嘎煮呢，你白豆時你咪阿嘎較少咯，你看伊嘅味素較好。冇 OK，有陣時讀個試檢，所以有陣時 OK，伊無夠檢，你 seasoning 咯，你係甜係糖咯。哦，鹹嘅是你 neutralize 啊 OK，你上鹹嘅時你愛得係較濟水，還是你係淡薄糖 balance？哦，特別 actually 係你食坎坷力掉 ，because sometimes 你係時，哎呦，嗰上甜，你個係飲，哦，嗰上鹹。但係你煮食啊，冷嘅時佢冇上，嚇，唔講冷嘅了啦，你煮食啊，你滾嘅時，你食未掉安尼濟嚇。到時我到時安尼講 ，because 我煮嘅時我煮就無勁啦，但係你食太時 OK，but 你直直滾了，伊味素個變。直直變，對，伊會變。你加住啦，味素佢冇上。嚇，對。OK，所以你把豆你 offset 你上濟豆油比試鹹嘅時，只 common 嘅就煮隻時，你試鹹時你係淡薄糖。伊就會實，你問係上濟，你問紅險係上濟。OK，你上濟嘅時候，個上甜嚇。我煮個了牛奶雞啦，控豆油吧，係咪個了特調係糖嘅？豆油吧是咁樣是。誒，咖喱醬你會使係 potato 唔會使嘅，熟個了一樣。特別你第好是買夠你 stage 啦 ，OK？你買煮上夠個上鹹啦，特別又唔是講上鹹，伊是試鹹。特別是部 dimension，伊是干那鹹呢，伊部 dimension 都係淡薄糖嚟啊。OK，all right。So OK，豆油吧有半隻製裝嘅喎，馬來西亞嘅、泰國嘅不有喎。對，我把落下韓國冇裝款呢。OK，我見名啊，是名仔，我俾佢煮咧，譬如我你杜卡。好，杜卡控豆油係杜卡啊，你？啊，我是係杜卡。哦。會使啊。我是深圳嘅，我係深圳嘅。我是係深圳。講起杜卡，我個上就醬有冇是背背。所以近日是咖喱杜卡豆油加椒青咖喱。我香粉。嚇？冇啦，伊煮嘅是食豆油吧，特別用杜卡呢。哦，特別我煮杜康嘅物件，我較就係淡薄我香粉嘅。哦是啊，食個攞呢淡薄，咪係就只攞變咗。淡薄嘅，OK。伊淡薄香，伊誒淡薄嗰啲攞物件係香味咯。OK。無相人，無相 recipe 啊。加隻有係咧star，哈，對。碧咖參 cinnamon stick，對，龜皮。OK，安尼我特別去吹看，我有淡薄。會使我那看你暑假裝。嚇，那是你暑假你我香粉嘅味，你就係淡薄。
OK，唔我知啊伊，被講咧。伊我今天那是錄收到一個 message，我 SOS 我呀話 email 錄啊 email 錄啊 recipe，你對咁上上嘅 recipe 嚇， ，because 我 email 錄。我就咩把 look at clear 話誒 deep freezer 了咗，嚇我裏邊有5包誒迄個杜卡我是別嚟做杜卡菜嘛，but because 我係tricky 小女啊，我哦你唔冇敢煮敢食菜杜卡菜啊啊哈，that's why 我就食杜我卡。個另外一物件我識教你杜卡本係咪？啊，煮嗰番椒呀，炒番椒杜卡加，特別本是有酸嘅啦，杜卡酸，我知。我冇乜聽過杜卡水是係咪嚟？杜卡酸是加番椒加以前係咩啊？紅嘅，特別杜卡酸，豆絲。哦，你用迄個豆豉是硬嘅咩？豆唔是豆豉豉豆珠豆乳唔是豆珠，豆絲，無特別伊紅是後面番椒，你是加啲杜米伊嘅豆珠，了你係咖喱，佢就係講豆乳，豆豉是係咪？無是豆絲豆加豉啊，豆絲咖喱，係唔是豆珠？豆絲加咖喱加蒜頭，你杜米加香嘅是番椒啦，加番椒是你。就半呀。唔是，你愛講咩？特別 usually 是切淡薄成個番椒粉啊，唔是番椒粉，伊是剁成個剁淡薄，買上油嘅，所以 chop 成個淡薄 costly chop up 嘅番椒啦。你是 fresh 啦，係咪是乾啦fresh 嘅番椒，特別你係有人摻嘅，有人摻番椒乾摻青番椒，了 because 番椒乾伊有淡薄成個較 dark 嘅味 ，smoky 嘅味淡薄。smoky 嚇， OK，所以你夾嚟炒，後你都下你白落去炒咧時，你下一個阿參菇，哦，阿參菇啊，你我唔捌食過啊，哦，阿參菇 OK，阿參菇加唔知是唔是洋嘅菜，阿參菇加糖淡薄咯。啊是你冇阿參菇，你特別阿參菇伊味無香嘅，淡薄 fruity 淡薄，你買嚟講你使下淡薄菜啊，是 lemon juice 咧，然後佢咪會使啦，所以伊唔是成個杜卡菜安尼淡嘅，伊是淡薄濕淡薄咧，你就俾膠水伊個你嘅杜卡個係爛嘛。OK，你滷罐呢？你可以放淡薄啦，係是唔是？你可以 bubbly。嚇，你可以灌甲伊爛，往時伊無夠爛，你個加下水，你一直灌咧，伊嘅 collagen 出來啊，後，但係等你俾食係是伊嘅汁是淡薄黏嘅。OK，yeah，it sounds 即係 appetizing 嘅。啊，yeah，有辣卤啊。即係辣卤嚇，辣卤掉個酸個甜哦。嚇，對，水甜咧，嚇對。OK，yeah，係你好食，係你好食。我 send 係你 recipe。哦，感謝。你是豆油巴 recipe 啊，咪是阿 John recipe。感謝。我煮個豆油巴咧，我是落煮啦，我是安尼款，咪跟青菜係。我凊彩行落去，我要緊是有食到伊個有黑豆油，加伊個黑豆油加你五香粉，就是對我嚟講就是上個我愛食呀。哦，我教你講一個 recipe，用係你深圳白煮嘅 ，OK。點解硬咧？就你尋日我 order 咗一個為。我真係好食嘢，所以 actually 咧，嗬，都是殺一個深圳白啦，誒上多地啦嚇，油尋白啦，都問加了油嘅了啊，尋培啊嚇，都殺咧嗬，問煮上食，我都問煮上大火，比較是煮大火，伊食個伊嘅鹽蜜啊，食個40啊，就講40，食個啊，對，伊叫一定去，快定嚇，炒去。對，所以你問上大火咧，simmer slow simmer 可以食。有時你冇問煮上菇啦，OK，你問，應該伊係嫩都係切片嚇。對，切一片一片啫，誒啊，有時你切一片一片啊，嗬，你就係蒜頭，蒜頭啊，你即剁細嚟啊 ，OK， 係啊，蒜頭咧係雜擺布籠，切細嚟，我有時。豆漿青安尼都唔定咧，有你會使殺糖粉食加糖粉，還是你會使食加麵？好食咯！我有當時我是上個輪喺度殺好咧嗬，你切片啊嗬，我跟佢อุ่雜擺布籠加番椒呢，
阿咪啊，雜牌不同嘅番椒，雜牌不同嘅豆油呢。豆油加我看運蒜頭，你條係蒜頭。我冇諗到對面，我是跟他運豆油。你即係有一種，咱特別煮殼骨湯嘅時，咱有時係一料嘅三盞嘢嘛。殼骨湯啊，有你殺誒，所以殺食嘅時，你冇你食咱殼骨湯有三盞，我唔知攏煮殼骨湯係三盞咯啦。啊，殼骨三盞湯嚇，伊是你袂使切了個係落去嘛，伊咬嘢，你特別貴料。三針白係攞去捲食嘅時，伊個關爛了，你個夾伊嘅三針白出來，切一啲啲。點解我成日我表隻殼瓜嘅殼數，我買到夾出來切，但是講我隻到伊個殼但冇表筋，表筋唔是到啲湯嘅。然後我就夾三針白嚟溫豆油係就係不能食好食，我覺得食呢啲。我當基本上當時你看到，我成日記係 air fryer 好，你切一片啊 air fryer 伊嘅三針白食一下 slice 淡薄，我用淡薄個口。然後咧，如果是平時我是食咧特別講咩啊？高豬醬，但是冇高豬醬，你係豆油就係不能溫，本質就好食。我係要。อันนั้นแต่ไม่เข้าใจเอาไว้จะ topic 哦。ลูกกุย是勁嘅啫咧。I think because long stay 就真嘅，人個咧是舊講節嘛嚇。人個咧是我上次你講貴吧，我覺得下面有貴吧，其實你台灣嘅掛包啊，太好食，掛包咯。但係你掛包 Zoom 嘅食你會話 sense 你。伊上加是一包啊，一做圆圆，然後一下吸掉，一半冚起來，但係一倍。啊，對，好巧，伊是想包白色個包啊，伊是脆，加是甜，加是高苦。上隻，伊倍是伊把是想攞，伊把是攞啊頂，特別好，伊倍我食過正啊。伊配咩使 deep fry 嘅就食。一隻蚊頭我冇食 deep fry 我食誒是白誒。啊唔係冇，伊較 common 呢是脆，你真係得做哦，你真係得做伊嘅掛包，我不看就只樣解，伊是成個包你看咯，特別你訂還是你 roll 出來嘅時候 ，roll 成個長形啦，一樣你 roll 係長形。然後你要去吹時，你個抹油到啲當我而家吸落嚟，所以你個去吹嘅時，一出來嘅時，伊裡面未掉咯，人哋要一啲油嘅數，所以你把到嘢到。有時飲係我看過抓，其實你係 parchment paper 呢？嚇，伊咧係是溫咯，特別有時中午是抹隻啲油，然後你個對個壓落嚟，就使去吹啊。特別梗係好食呢，我冇去做嘅。Asian store 有賣掛包。食 burger 呢？伊嘅包有賣，特別伊 feeling 冇賣。伊即係啥物啊？伊裡面菜。伊係係你啦，澎菜，係你不過伊炒頂面是 coriander 啦，特別之類啲，伊即係成個菜包啊，可能係蒜頭嚟。我未記係咪？我隻所以未記之類是。有下面啊！你講起啥裡面個？要菜包，要淡薄菜包啊嚇！要淡薄菜包係土豆咧，係你雲水。好食哦！有土豆雲水，這真正好食，這裡我等怪估。這裡是台灣嘅cuisine嚟啦，係嘛？呢係鹹菜啦，鹹菜。哦，唔是鹹菜，唔是鹹菜啦。酸菜唔是鹹菜嘅。啊，對，酸菜唔是鹹鹹菜咩？嚇，唔是酸菜，特別 mustard 係 pickle mustard， pickle mustard，對，鹹菜唔是鹹菜咩？香，對啊，是香嘅，伊是唔是菜絲？你講嘅是唔是色？你直接講菜絲。嚟 pickle mustard green 酸菜。酸菜就是我算是鹹菜嚟。那我是叫鹹菜冇香，馬來西亞鹹菜有酸酸嘅。嚇，對。啊，特別是講酸有鹹誒。啊，有酸有鹹。馬來西亞冇有下嚟，特別嗰啲咱是叫鹹菜嘅，啦冇辦法。我們是叫鹹菜嘅嚇。有誒有酸，有誒無酸嘅。特別你到啲中國買嘅中國是拌嘅，中國嚇，因為拌。呀，鹹菜 and 酸菜，中國是鹹菜 and 酸菜。because 我買過啊，買唔掉。人甲我講。嗱，仲你覺得正時間食一個，你看伊規地搞我手成個白白大地。我朋友講，看一個二厘呢，安尼大地哦，講無就好食。
也好食啦，真係。我只少食物件看啊，吉利話車吧，我看啊吉利啦，特別我別行我食物件濟我看啊吉利濟我別吉利。如上架你 vampire 好，你夾咗你雙頭樣嘅驚，還是你變 vampire 時夾你車吧出來個驚。我規間厝人本是真是個食肥白。我媽好，the only thing 呢，一件一大邊一老人經好，一隻大他們講，好第一件就是可以食車吧的，伊那是要可以食車吧。 Run in the gene one 嘛。一邊可以炒一車吧，未食個未食看下佢哋要咬嚟個，所以當今以後一樣 feedback 就快一條去叫你炒，你因為往時咪是講你都白菜人嚇。你煮上 because yang sian ne han de de be nutritionist nutritious I mean nutrition I mean 就你食飽啦 nutrient wise 講啦，樣就特別 balance， 樣特別有 protein， 樣特別有豆腐奶，所以 meal 嚟還是 protein 就是有當時是雞肉，有時是豬肉，有時是魚肉，特別伊個豬肉特擺。豬肉還是雞肉啦，切一片一片啊炒呢，我冇傻呢。我話講，哎呀，有當時係紅椒瓜炒鵝豆油，有當時嘅度做成骷髏肉啊，大家你哋記㗎，一讀見依個咧，依個 nutritionist 想講咧 ，nutritionist 成日是有 suggest 嘅，人講你都要變啦噃。你話唔 suggest 講，你煮咧炒類啊，什麼煎類，有當時咪係那麼紅豆啊，你真係冇想，當見冇紅豆啦。我係話講，哦，當見講，我講聽你講嘅時候。定知我佢驚每一個談 discount 啊嘛，有時出 social media， 我講冇 discount 特別 special treatment 啊嘛。反正我俾每路人，所以你我佢驚講嘅係你靠白，叫咩？瓜吧，瓜包，佢等人店買嗰時 restaurant 夠攤賣呢。我呢邊呢個嘅包。呢個我人呢個有一包呢，一片冇俾。一杯，冇，你係使你係這邊我 California 你係除咗瓜包攤。呢個大家 food truck 就隻有咯，然後話咯台灣啲 restaurant 可能。哦，安尼我哋注意 Taiwanese restaurant 啦。OK，我特別注意今時。特別你當人 restaurant 有被成日係你 over the 唔是 over the counter 叫咩聲 ？cafeteria 你喺度 food 喎。Delhi 啊 ，Delhi。Delhi 係，唔是 Delhi 啦。特別你去到你攤叫唔嘅食，我係這邊有攤食咯。我這邊你我講去買什，你講豆油吧，嗰啲呢，伊有攤賣瓜包咯，你阿媽在跟食本農業。哦，我諗 D&D 是台灣嘅嘛，所以我阿格未必冇啦。有攤賣，即係。個 frozen 嘅，而家是大嘢 Delhi。意思係你 hot 冇，意思係下食，你去食 instant 就唔嘅食嘅。你話使去買啦。這是杜卡啦，嗬。對。杜卡我看到伊就係。OK。樣叫做退庫飯。哦，特別 OK，嗰一項就是一隻白白上面一隻 tissue 上面嚟。女，哦女，我成間就啲 tissue 係落去你食係咪嘅會？OK，下女。你講食，我未記杜卡較肥，還是杜超嘅肥？杜超？杜卡啦。哦，我唔得，我唔識佢杜超。較濟吧。冇，就是較濟吧，你咪較正咯。冇啦，較濟肥吧啦。有較濟嗎？有較濟嗎？我未記啊，一個是超，一個是卡。超你生超你生，大機嘛，係啦，都冇想嘅。撲咪。要嗰隻燒多卡嗰隻。特別我就因為參加一卡位，伊個卡本白較濟，哈，超較濟配。伊配一隻，伊白個椒，一肥白個椒誒，我會做過杜卡菜。我知道對馬來西亞我就要食杜卡，我要食呢。杜卡菜。杜買嘅杜卡菜，伊肥白個椒。特別杜超冇咩嘅食，我係跟他說一配嘅一斤嘅嘛對。伊配啊，就是有肥白啦。特別我冇教我講，伊較起伊超入面起較雜嘅，伊實是一位較正，一位較濟油嘅。我未記是倒落去。咁明頂咪較濟油咯。特別你邊個來杜卡甲杜超嘅頂面啊？伊一位較濟油嘅，我未記是卡是超啊。一個隻啊，冇超啊，就個隻我度講個隻嘛。
家只是做見個手嘅嘛，對唔對？啊唔是，到底，我是講成日要骨有皮啊，你看到位，我才見只肚皮，這是係咪咁菜嗬？我看到這個，肚皮我 only 自家食 when 伊是歹勢嚇，這是樣嘅嚟咯，肚嚟驚，酸菜咯，唔是，肚驚，小肚驚嚇，老實小講，肚驚，食青好嚼，雜linh tích，實裏邊即係啊，都冇隻你嚇食阿彌陀佛，我食一刀呢，我想，CRC 啊， CRC 有通食，哦，我是食青有我嘅，大刀有嘅，食青。是食一皮，我是見食一皮，你D&D 我未見過個，我未去過，電我電未記啊，要跨電是 grocery 尋成個 cafe 成 cafeteria food 呢， grocery store 嚟，要 Delhi 要他們做食，要 hot food counter，要 sushi，要只正嘢，上加美國嘅99 ranch 係啦，嗰時 H mark 係啦電嘛比較咧，電是 D&D 有掛，D&D 是加拿大，哦，D&D 是 Canada 呢嗬，一次季節嘅，頂季節嘅開呢在 California， California 咧，伊人，特別伊是 originally Canada 嘅店啊，一個開兩間啊，嗰隻嗰嘅幾季節嗰邊開一間啊，就啊唔是，不過未使講你嗰邊有揾間店哦。當人 grocery 店，還是個 individual 嘅嘅。individual 特別唔是 chain store 嘅。哦，我諗一間是 chain 是叫做 Pan Asia 嗰邊喎。你講過冇啦，得啦。冇。我哋 Pan Asia 是從 Oklahoma 來嘅。OK，我去食，但係我講我食你個了啊，俾頂到冇嘅啊，就派菜就會俾小白啦、小鴨啦。就好咯。啊，你報啥物 message 啊？你看小英，你個叫咩？掛包哦，我掛包是我係台灣朋友煮嘅，特別伊包伊買嘅啦，伊包 Asian store 買嘅啦 ，and then 伊煮伊 feeling。你會使買迄個包嘅 mix 啊，來做自己做嘅掛包咯。冇啦，去 Asian store 買 frozen 一個包一個包。你講英嘅當嘅。伊人家好似食 Chinese burger。Chinese burger 啊？人家擺講台灣 burger Chinese burger OK。Chinese burger 就係台灣 burger 啦。你特別係 market 即係 Western 嘅 market 嘛，所以人特別你咪嘅講掛包係咩？所以就唔知嘛。你就講你全世界講台灣 burger、Chinese burger 就知是伊對 imagine 講哦是版一裡面有一啲擺嘛。我繼續睇見啊，今年啊 D&D 嘅賺啊貴落嘅。4個69鐳呢，舊年4個99鐳。我都冇食賺碗啊，今年話。今年幾鐳？伊是4個69，舊年是4個99，and 今年賺比舊年賺較大粒。呢是 Canadian dollar。Canadian dollar。半年哦。半年啦，compare 嗰啲咩攞粒十套。哈，嗰個就巴掌，都好巴掌林面包誒。對，煮好。就是哦 ，because 伊油啊，伊 infuse 伊嘅巴掌，哈，嗰粒 pumpkin， my god。所以你冇食雞掌嘅咯，冇食雞。我有食雞掌，是講我會食巴掌林面，巴掌你雞掌林面冇係白嘛？我是講你巴掌林面咧，你是跟它正白，我是冇食。你想炒皮你可能寫出來，你就俾皮淡薄，我係麻包呢，3把係地把油落去，所以就俾伊 on top 就俾加一啲油嘅。你我講嘛講你免下你把你學我跟係是油嘅，唔要緊。我介紹食我炒我介要呢，當今我唔知要去食咩，可能要去食掛包啊，可能。你夾你3把出來，係淡薄南魚。南豬係嘛？你豆南魚。我南豬個 mushroom，你成個隻菇誒。air fryer 刷了。隻菇誒成個。煮大 air fryer。佢買電話架，你試下做咩？冇嘛，你使呢？你使呢？劈過一嘢，迄個無掉過迄個。
我他妈dan去 basement 家喂你杜卡杜卡出來啊咯，呀諾基你杜卡是有刮咧有毒咧未？啊，我叫伊用個你鎖啊，肯定啊，伊做，特別伊做大地，我叫伊做個細地，伊住令我咧，我唔敢出。伊住令我咧，我唔敢出聲。你話喺浙江嘅時候係浙江嚇。OK 吧？伊只一個杜卡甲你暫時，伊甲你刮死機，我是咪想做攞刮落地啦？我刮地地喎，安尼大地一個。就另外一個嘅用咁。 electric saw 啊嘛，啊，對，伊用 electric saw。我嗰隻係咪用嘅？啦，是個隻呢，就是三針把，你是學豆油糖鹽，而且你咪係有咩先係豆油咩先？豆油糖嘅學咗寬，你三針把你切啦，你切咪小薄，咪小舊，差唔多 maybe 冇俾5 cm 嘅可能。了，你試一半年，了你係一半嘅cornstarch 豆做粉，還是 cornstarch 咩意思？了你就試啊嘛，你夾出來翹者，อุ่น啲 cornstarch 一個去煎。咪是大豆油吧，咯啲。伊是上個人有隻人客人做嘅咧炸。對，伊成個你啦，你煎落大嘅吧。啊，特別伊是嗬，咩苗我唔要叫。你回鍋肉係你個回鍋肉，誒唔知啊，我唔知。大 scoop 包。大 scoop 包。嚇，大 scoop 包是回鍋肉啦，伊煮一個特別，特別冇sauce啫，這是成個煎嚇，伊成個煎飯可能。少少三針吧，特別你一片一片啊，你唔是係貴啲料落去，一片，是啊是，你深啦，各伊款了，你夾去煎，然後煎嘅一食啊，就夾起來，伊個口咖喱嘅咋，然後裏面啊，哇要，我只係夠煮。迪神咧咩？迪神你哋 popular。冇唔是，伊唔是呢款咧，伊唔是呢，伊是迪神嘅是，伊是小白嚟炒豆油，換做關。特別冇即冇 sauce，即是 completely 真係煎嘅。冇的士用羅梨咋？pork dish 是你是大，是你大。這是伊外口是隻 crust，然後成日淡薄dredge 佢。嚇冇 sauce，所以伊是干那混那些裏面，係咪比如講我不食過，伊是只 restaurant 有啦，特別你即係煮好，你係時只煎咧嗬，佢嚟個咖喱時你只煎真正好食，你要只嚟講嚇，你爆落去個咖喱啊，裏面啲油佢流出來。Oh my god！迄是第好嘅 feeling，就是爆時油轉出來是 feeling 是第我第歡喜啊。實到呀，仲都去家裏面食嚟試者啊 ，air fryer 耍咧，冇油。點解未打喺你估啊？我咪講就你。我講赤白背白嘛，阿姐唔是講背白冇咪講。冇人知啊，赤白。你 topic 係攞嚟自己聽啦。我是咪講背白啦？冇，嗰隻赤白咪是燒肉粥咯，皮蛋燒肉粥。我有你 chicken breast 我知啊，你到台灣嘅會，佢就係講到台灣 sorry，but 伊那邊有 stuff 你 cheese 嘅。哦，係雞排啊。fry 隻雞啦，伊是用，伊是用輕白來煎的啊，嘅輕白來啦，伊那邊煮食，但係我叫，伊是包呢，對係 flat 呢嚇。伊看架下，佢是成雞排呢，我成煎雞呢咯，特別係台灣伊那邊有 stuff 講較快樂呢，講較快樂冇成講錯話。成日講到你自擺。咁咪特麼劇話是咱講咩食咩？糍粑，即係麻糍啊，糍粑。都叫咩啊？成。等陣。OK，แล้ว話講正吧，有蝦米物件好食？那隻臘腸嘅咧咪是背白？冇啊，冇嗰啲臘腸是背白啊。你做白糊特別等就是愛赤白愛白糊。赤白啊。雞白糊。
但所以我就我講，我唔知你阿毛爸爸講嘅，我阿公巴虎呢，一看到時候講 pork floss，伊สุ個食，伊間食巴虎，特別伊講有隻巴虎兩種啊嘛，一種是較注意，一種是切切拍拍啊，哈，即係肉鬆，即係肉鬆，肉絲。一種是生生嘅嘛，拍拍伊淡薄成啊，咖喱咖喱淡薄嘅嘛。你嗰一個上加皮晒哈，個嚟一碗一碗呢。哈，係食米飯，係食米飯呢。係咧，伊講伊是個只我上個伊是個只咖喱麵，我咪是俾肉鬆佢咯。特別伊講 describe，伊講成個夾筆誒 fiber。夾筆 fiber 掉，阿毛爸冇時講，伊講都係夾筆 fiber 掉。我都看咗 video，because 佢看到你出嚟是叫肉腐，出嚟叫肉腐。嚇，對，這是巴虎對嚇，這巴虎是巴生，對。嗱，你看伊導航，哦，伊成日你 cordon bleu 呢？伊 stuff， 哦，是 stuff 伊咧。發咖啡對。你 Q 那個，因為到那邊包。伊是莫茲雷拉喺入面嚇。我唔知係莫茲雷拉嘅人係 stringy 係點樣？Costco 我諗 Costco 有賣。伊係有陣時係 mozzarella，有陣時佢係淡薄broccoli 落嚟邊呢？哦，特別好食啦，因為伊做個伊個 cheese 嘛，所以地大，比較有時食嘅型嘅淡薄大，又好食。我見你明路邊你在看，成日啦看，你使看，你路過啊，你使看咩？啊，跟住咱會講食吧，車吧，係咪物件好食？巴虎咯。jerky， jerky 八關是假，我冇用一擺，我做八關嘅時候，我有買。別使用一擺。一擺嘛只茶咯，只定。會人家suka食咧。即係美國 jerky 啊，美國嘅啦 jerky 較大，定較大。啊，你甜啊！Western 嚇，我特別樣個是 suka，你講個是喺大定啊，喺薄你講。加三百手我是個食八關是係一種食一片一片啊，嗬！伊唔是八，伊唔是脆脆，伊一片一片把安尼打做一塊。哦，伊切薄薄嘅咧，八關嚇 ，instead 用係你八脆啦。唔使落八脆嘅是一片一片把安尼咧，usually 參有你肥有你漿，可能參落去啦。我家己做啊，家己是買八脆嚟做啦，但我袂使買100%對，車吧，你哋參標呀。薄粥咧，我個叫薄粥。薄粥咪是薄粥，本是薄粥，我真正笨蛋。薄粥咪是 consider ลิ้น本嘅嘛，你只薄粥嘅粥入面。看你哋係咪吉？你 pork loin 是但係真係ลิ้น嘅，薄粥咧fatty 嘅。對，冇 fatty 是到底外口呢？伊南邊部，伊即係 pork chop 係，伊外口你特別脆嘅，外口有 fat， 之前咧有 echo 嘅。fat cap 嘅。嚇 fat cap。但係有 fat cap 有骨嘅咧，冇安呢呀。我屬㗎 pork center 是loin 是真係ลิ้น嘅。你參加呢個 good pork chop 入邊係，你都要 fat cap，特別你特別係煮嘅 chop 本唔會，嗰個 chop 本是真係大，你特哇咧同樣即係 sous vide 啦。我特別煮薯片咧 ，because 我煮我薄汁就舊嘅，薄汁我煮攞串嘅咋。有啲吉。嚇，啲吉咧，所以啲吉咧嗬，你擺啲等你煮嘅一個口，伊食嚟入面冇食，所以你特別用薯片。特別你別使個大開門開，伊個口就都是較定嘅，你話你舊嘅啦，所以我特別薯片要較煎。你係你咧，係咧，你食較上個，你唔知你食正白，你唔知食赤白，你食你薯片是，because 伊入面嘅蛋啊，唔是油嘅蛋，伊是 juice 伊嘅白 juice 嚟嚇。但所以就別使上大火煮
但是你較薄的 OK。叫起哈一把，哈，對對對。叫啊，伊就定啊喂。你知有當時我 Bruce 煮嗰時較辦幾 grocery store 嘅薄汁啊，伊是食薄呢，伊無講只舊，差唔多 maybe quarter inch 嚇。我告訴你，你 quarter inch 你用咩做 air fryer， 真正快呢。你無夠啊個黃煮 usually 是無夠6分鐘嘅。4個分鐘可能，你一三伊嘅迄個外口，伊實係 rub 你看呐 mustard powder 鵝糖加唔是鵝糖它 brown sugar 啦，唔是伊特別唔是迄個，整個人食鵝嘅糖啊，伊是阿毛嘅 brown sugar 啊，伊唔是成個講，然後就馬來西亞有一種 brown sugar 是食真正伊食整個迄個。唔是食錯，伊無 crystal 嘅，有冇molasses 嚇，對，食隻 molasses 較濟。誒，moscavado sugar 就是香港嘅鵝糖嚇，所以伊鵝糖，你是參意思有淡薄酸。特別你是講 brown sugar 嚇 brown sugar。brown sugar 啦。我就講啊，鵝糖咯。鵝糖啊，特別鵝糖是淡嘅喎，嚟成 liquid 嘅哦。特別加了鵝糖有 molasses 嘅嘛，所以看伊就濟。嚇 molasses 是鹹咩啊？即係我嘅話咗講啊。我未曉本。有咩啊？未曉。巴力糕是冇是啦 molasses， 係你是巴力糕。冇 sugar 是冇。冇 sugar 是冇 syrup 嚇，嗰是巴力糕。OK。molasses 是。伊是敢若食咧學豆油誒，是有 molasses 嘅看咯。caramel 嚇 caramel 啦 caramel 比。唔知叫咩我唔知叫咩哦。燒糖。阿龍困嘅。阿龍燒啲個咋？你那時愛看伊燒就只能看。特別馬來西亞有賣 molasses，還是馬來西亞有誒，只隻咧 sugar 有 molasses 嘅，gula melaka 不是有 molasses 嘅。對，特別伊老爸成加 molasses 跟呀 molasses。跟啊，一罐嚇。你要好我看阿龍嘅卡吹嚇，對。我就愛看阿龍嘅卡吹。伊甲你收淚啊。都個咩物件正物件好食？但係啦，冇物件啦，正物件啦是貴嘅嘛。特別你想 Winner 食咗呢樣嘢嘛？一包嘅一薄薄嘅嘅正。我巴骨蛋。係你乜嘢咯？未食。巴骨蛋是正吧？巴骨蛋係咩物件正吧？我係參正吧誒。赤白你係咩味？係咩白？我美國嘅你薄汁啊，無骨嘅掉咯。Oh my god！ No fat， 你夾去滾啊？參啦，你夾去滾啊？你咪是個隻茶配隻誒底個好，你定。OK 啊，我屬個隻嘛。你屬個隻，但係我都未明白咯。你屬個隻係咧薄薄時候粉嘅那款嘅 texture 嗬。我屬個隻嗬，你薄一啲我明白啦，我說你薄薄一啲接出來啦。無個了。大大連嘅食茶啦，if 你煮嘅一白 just tender 嗬，我就暑假想白一絲。哦，所以就食白粉可能。哦，你話未？你咪煮個茶啦，下面嘅白嘅了，不是煮咪係食茶嘛，對唔對？就係嚇煮咪是食茶，所以煮嘅那時候，意思，你在我唔在路浪食嘅，Malaysia 會嗬。古早樣有做一個是咧，唔知是邊嚟冇啦。伊是烏豆油白來，特別咧，伊做了嗬，無真正茶嘅，然後你會一絲過白伊下呢。成個煮rendang masih siang，rendang masih jatah juga le。成個華南人煮咧咩啊？daging hitam啊，daging hitam啊。哦。daging hitam你講。成個你看啦，但係要我成個daging hitam你看你 texture 啦。特別我冇食咯，我得食個背啊。我本身。特別 rendang 用嘅是 brisket 有背嘅。係啦，你是煮個羊而你特別煮貴伊個就 steak 啦，伊個 tissue 啦，唔該啦伊實變咗 collagen 嘅，但係咧伊度看，女度對下。是的，我無暑假咧，成個
你食咧啥雞較脆啊，你加了哇油啦，比較是油嘅，都冇自家。我未，我你未。我第四個。 I mix 淡薄啦，but at least like 30% of 肥白，你是70% 肥白嘛？我700%我是唔要緊。 30%我是50-50， 50-50，我第好 ideal 咧小白是60-40。我是60 37，我是37 60蚊 OK， 30 70是我。我30-70就冇你自家想揀正，我會食啦 of course，較好過你10-90啊，10-90唔要去死個好，安尼正小白。冇出街，冇買啊，我唔俾食。我會食參參，但是講80 fat 咁你20我會食。講咁運做菜個，唔本。做菜個，我自家食菜，對，但我自家食 veggie 菜啦。我本是個食。特別我特別有食白，那是無白，你叫我今日做菜我袂，我自家白。特別我袂食濟白的，我食濟白我袂消化。我是個食菜本，特別我when我食白時，我特別食肥白。我會使。所以未變菜個咯。特別，但是你叫我跟他食一世人食菜咧，我會 enjoy 本，特別我若是坎坷，我所以你是講你咁運，食個食還是叫你食菜吃白，還是今日食菜你咁運，今日食菜？食菜嚇，對，OK，我感覺對 ，because 有影無？還是你吃有白煮個真正好，煮個真好，你加落去個樣啊，喺度看。會嗎？我本身咁樣食菜，我本身咁樣食菜。OK steak 就是吃白嗎 steak 係對本啊，有嚟 steak，有嚟 ？Yeah steak， steak 吃白。最好是 steak 用馬布來食有住。嚟 pot roast 噶啦，有嚟 pot roast 是講我干啊，對，我若是食 pot roast 我特別有參與肥味咧，我做食。但是你是學我 pot roast 嗰陣是無油嘅，我咁樣去試。有影煮個真正，有影煮個真正嘟好，真正軟 OK，特別我若是你講我食 pot roast，我無，因為我吹無嗰啲 fat cap，我都無那。OK，你食 pulled pork 哦，你食 pulled pork 哦，pulled pork 嘛是你吃白。嚇，煮嘅要下淡薄半面啊，哎呦，要下淡薄 sauce，下淡薄 sauce。pulled pork 我會食，所以我特別食 pulled pork 時，我對後面嘛，我你是紅食到 barbecue 物件，所以當我一去做 pulled pork 時呢，伊會出那個油個 ，because 樣煮嘅時候，伊 pulled pork 啊，加隻 fat cap 到啲外口嘅，所以特別有咧 fat cap 去 smoke 伊，แล้ว出來是甲刮起，所以刮起是加了油是好玩。แล้ว我就參淡薄咯，我就參淡薄伊嘅油，แล้ว落淡薄三淡薄伊嘅正吧，แล้ว都去很攪嚟攪。哎呦，我當見明白，做咩事你 fatty liver 啊？當見明白了，because 我見時候你都無肥，แล้วกันนะ食你健康水，你唔是特特只食。我咪特特只食，我食肥咪是無特特只食。你有 cholesterol 咩？我特特諗咪是有 cholesterol，我慣咗啦，你講我 high cholesterol，我就菜講冇 cholesterol，maybe 慣啊，就掉慣啊，我食，因為我特別管無代表佢無好咯，有啲管是考慮 LDL 嘅ratio，我隔了，我是隔了管，我管LDL 冇管LDL 係 triglyceride 嘅咧，LDL 管。特別我成到未唔知，我知道我參禮拜我去約會啊，所以禮拜時間同人講，不打落雨時間同人講。因為我聽我實件落啊，未必會較好啊，唔好唔知。特別，你就 improve 你 ratio，意思講你食好嘅油門，食個 avocado。嚇，你冇乜事㗎？特別 wild fish 油。嚇，你隔了事㗎？我食你 saturated fat 嚇，特別我如果我食油後。我是我 prefer 特別我平常時食物件吼，我無常食安尼啊，我無常食，特別你互我食時，我是要食油咯。像我食這邊 barbecue，我食suka食迄個burnt ends，就是會大 brisket 嘅油誒。係你我不是 suka，我 suka，你炒燴大咧，對我嚟講就是按摩嘅把油泡。
哈哈哈，對對對，是阿嬷的巴有。伊外口淡薄，伊家人嘢淡薄 smoky sponky 淡薄，對對對，啊，我 suka，迄個我有影 suka。你冇是要啊？紅色可以打咧。啊，迄個我 suka。carbon 冇，我只係食只咧大大我買嘅 ，OK， 我只係是做咩爆咗入面咧油撞出來個，哈，喲，迄個未，我冇揀咩。啊，迄油撞，你講只就是伊邊啊油做到伊嘅鏈嘅肉淡薄加零嘅 ，OK， 我是要只油爆落去，迄油落出來呢。等陣我就有啊，出嚟。食咩 lunch？ 哎呀，當然幾點啊嚇？3點半 lunch 晚咯。啊，唔知要食下咩啊？點解會去食 barbecue？ 誒，使啊嗬！我舊係 uncle 我借$50嘅gift card，特別我呢佢一年唔使佢用啊。其實 barbecue 你擺你會叫啊？barbecue 我就 pork burn ends。burn ends 啊，就 burn ends 我最熟嘅咯 ，ribs 我冇熟嘅 ，ribs especially 肥油 ，because you ribs usually 會差唔多冇油嘅，排骨。排骨有油是地爽地好食啊！豬湯啊，豬湯嗬，你話嗰個只要內骨嘅個本，要內骨。USA Dickie's barbecue 是我嘅 favorite 嚟。誒，你把這嚟 Kansas City 啊，我坐到佢只我嘅 favorites。哎呦，我真係正 Jack Stack， 我屬Jack Stack。我屬Jack Stack，我屬特別我關係屬只，我屬只係卡特別 rustic gates。我上擺我見佢哋 Dickies 啊，伊Mississauga有開一間叫做，我 almost 愛換車去食。咦啦，我哋帶啊，我唔去。對，我就是想愛去，特別阿嬷包即嚟我講阿嬷包，我唔愛去哦。你屬只 burger，啊冇，你屬只ribs，I mean barbecue。冇，係冇屬該，可能屬只 hamburger 呢，幫我食呢。伊只奇怪啊！伊阿嬷食，我是可能食 hamburger 呢，老實講。我想講你去 Asia 時間係食 hamburger 呢，呢個係 normally 我是食 hamburger 嗬。中國特意食 hamburger。中國我了解，因為伊中國伊特別食中國菜嘛，所以到底 Canada 是有別項 option 啊 pork chop 啦咩呢，伊本是食屬個食 burger。不是呀 ，favorite 就是hamburger，伊 favorite 就是 Burger King 嘅 Whopper。哦，你唔好食，我唔贊成。Harvey's 嘅 hamburger 本是屬個，and then McDonald's 有經啦 quarter pounder 啦，你好食 Big Mac，แล้ว有出呢一特位㗎，แล้ว本是，that's why 伊甲我講嘛，伊講伊去 restaurant 食 hamburger 無達咯咗 ，because 伊去食一個 US 嘅 hamburger 20塊啦 ，OK， 伊去一個迄個 McDonald's 5塊 ，he said that 伊5塊個飯魚個好食，去 restaurant 個條蛋個20塊。แล้วกูมีอย่างกันแล้วอีกก็หมายอีกันอาจจะอีเบอร์เกอร์กับอี French fries เนี่ยอีหมายซอสหมายฮามีกันแล้วOh my ไอ้ god！ ก็แต่ว่าก็冇得。美國你特別是講 OK 咯，我去食好料，所以你去食 McDonald's。Because 呢度你唔是講買 include 伊啊，冇得呢度未食呢物件，你出去 restaurant 就了亂。依個冇 enjoy。我去行去係咪去多啊？我會去經啊，你個了 food 冇 included 嘅 ，because number one 我人冇啉酒，阿冇包哈密冇買食，都冇得。所以要 hamburger 度我搞掂咩啦？阿冇買 hot dog 呢？你講能夠伊冇，伊講能夠伊冇嗰度冇食哦。哦，伊講能夠嘅 McDonald's 是規世界第歹食咧。三擺以上講愛去寫批去投吼 McDonald's 聽講伊無對着，哈密 standard 都無對着。我講你食飽上應。能夠伊袂記得咩叫阿毛包是只客伊名，因為今日食阿毛包，我想講伊食阿毛包是為你去馬來西亞時去食阿毛包，你呢個係是平常時本是食阿毛包嘅。對，特唔是阿毛包嘅。伊嘅 menu 是 less than 20項。攞幾條，我攞幾條算㗎了。哦，10項。我想講我想講我 unlimited 啊，毛包 cook limited。你只講伊煮 pork chop 後，我就知講伊就是贏過阿毛包。你會食包夫是食難得。伊食包，伊是蝦米無食食，伊是無食食成個淡薄，只沙多嘅味啊油嘅味冇食食，所以特別我食 pork chop 嘅時候，地上伊加咗怪 fat cap 啊。steak 乜上？伊是食公白上我安尼咯。steak 乜上？伊特別伊 prefer 大，特別伊suka 食 chicken breast， 所以食正雞是伊食 chicken breast 食伊真歡喜嘅，未多啲。但馬亂講白針雞啊，白針雞我 suka 輕襟嘅喎。
hình khám是講白哦，哦貴價了啊！明白啦。特別係你，但是講你俾我食白針，你俾我食hình白呢白針嘅，但是舊做嘅我係食。對，特別我特別看啦，若是伊白針嘅啦，伊hình khám白邊啊，伊骨淡薄 pinkish 啊，係你我就再講是好食，若是伊骨㗎了是煮甲大大了，我唔食啊，我再講伊hình khám無好食嚇，常食啊。都爸爸嘅hình白，你食無啊，John？你叫我 order 我是冇咯，所以你叫我食我會食。所以你 basically order 是講kalau你dark meat 啦。dark meat 對。哦，我是無，我是係我以後我下面我就食下面。哦my，我被 control 我 future，所以我特別dark meat 呢。future。冇你成個薄膠呢，就開起來死啊啦，咁啦定嘅吧。我 chicken wings 地差咪無白。chicken wing。你gram咯，那是我愛你 chicken wings 我不要自己去買貴。特別 chicken wing 你會使食。伊有皮嘅事，所以差唔多食起來食伊 OK。我試過食伊嘅 flats， 伊嘅邊下邊嘅，邊攞幾骨嘅。係你我試過食。你本是對，我本是咩數咧？我 favorite。because 食隻皮，你伊白嗰隻油。ratio 地啱，伊嘅皮加伊嘅 juice 加伊嘅。伊咁樣成 encapsulate by 伊嘅皮啊啦。伊 ratio 食落去啊，真正順啲嚟吹。薄時候，你呢好轉就係 Q 幾幾。drumlets 嘛誒，drumlets 嘛誒。特別伊白較正 ，because 你伊嘅 flat 哦，伊嘅白啊，較上加推嘅白呢。伊嘅 tissue 較散啊，伊嘅較油，係較油嘅白較油。你伊是上個你 bicep 啊是你即個 forearm 嘅嘛？對，所以即係一邊嘅白，一邊嘅白較軟，一邊嘅白用上濟啊，一邊就較定。會食特別伊特別有皮。只夠，若是講無夠皮啊，有皮嘛，有皮。特別若是伊雞上皮本無好食，because 變上油去啊，變無夠白上濟油。你每次叫看會上濟油啊？都冇，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oo fat。because 阿 John 你幾講你嘅卡川真好食，你講了我try 你嘅卡川啊，我白上油啊，上油特別我是食暑假，但是我了解人食白上油白嘅原理，我了解，特別我未對我來講是一新嘅 concept 嚟，我唔捌食到上面嘅上油啊，原理呢？因為我食到油，我嚟呢加一個butter 佢 stick 搞我冇嘅。我細漢嘅時，我係媽講我是 Muslim 啦，因為我連豬扒都冇咩試過食。哦，豬扒糜嘛是用你豬扒做答案，我冇試過食就，我哋係食未食，我講係炒麵。你食胡糜啊？細漢你是愛食胡糜。我就試過食胡糜，我就試過食。High class 咯。我本是細漢時。胡糜係你油炸鬼哇！哎呀，胡糜，若是講無買到正嘅胡啊，你互我食，你一間比利時胡糜，我本咁玩。特別一間比利時好食，because 甜數。一間比利時甜。你係煮下面湯啊，你會使係一間比利時乜杜米係淡薄水落去試者好，你滾你哇一湯就食甜啊。到時我對馬來西亞時，就是叫九三二買咧，一間比利時我就是安尼講，一間比利時你煮湯啊，真正甜。對，你炒烹者，係水滾化就胖嘅，伊只甜嘅。煮湯啊，伊間比利時未食啊，若是講攞對，伊淡薄伊是無甜。伊是嘅，伊 flavour 出來啊啦。啦，你而去試咯，而嚟做佢啊，那是就買面頂。對吼，無想到。你是講你滾湯咧嚇，你滾湯一個嘢去煎啊？滾湯了，你咪起來咯。特別伊本是無被鎖起啊 ，because 伊味道出來啊。煎就 OK 啊。即我是。炒我嘅嚟炒唔是煎啦，我嘅嚟炒油，然後嘅嚟滾湯。然後 texture 了咯，嗬，是只 texture。特別係伊特別伊只無味，但是媽面頂是伊嘅間乎驚無煮湯過嘅 ，OK， 所以伊嘅去一個鹹，嚇，伊個有伊嘅迄個甜味，伊嘅迄個umami個有個，你煮湯啊嘅迄個無所謂咖喱啦，即係食 texture 啦，食 crouton 啦。
我感覺講個少有鹹過你啦。如果說我無覺上有鹹嘅，伊間俾你大位那是但伊毋是鹹喎，伊是伊會香，伊香無啊，伊無香啦，伊甜無那伊些啊。無甜，伊無 actually 甜。特別唔知我大刀做安尼 is OK 啊。你啥物你嘅嚟滾湯啦，好好起來煎啊。啊，冇啦，我燒到 freezer 先啊。哦，安尼 OK，你是生嘛？你先拍夾起啦，你夾起來煎個 second life。鹹咩啊？啊，我俾我伊，我俾我伊啊，嘢啊，我感覺。我 actually 我只魚嘅湯，我頭咁驚我只魚。你只食魚啊？只魚啊。有我本時嚟我拍生啊，等下掉啊。because 我特啊想食物件未了咧，我俾黑格起啊，我就想着我掉佢只咩話，哎喲，計這人無吞食，你計夠生咯。即有影是人細漢 OK 啊，我細漢個大漢人就是跳下嘛講嘅啊，未使拍生食，你在你惠州人無唔記食吼，看你小英不多碰碰嘅嚇，我想我就講個當金咩嗬，啊夾唔記食啊，都未食未了。我但是佢食了個啊，冇包括咩話，我朋友本時 you don't eat it，I can tell that you're no longer enjoying it。特別我先勤考啊，我就勤考呀。我當金嘛咯，我梗係 start 嚟看 ，because since 我 health 個老嘅時候，我 health 嘅影響嘅時，我梗係梗係 start 想嚟看。特別講 health 啊，隻肥哦，無得就講是做咗肥。你是食甜，佢會做到肥，佢食肥做到肥。咁了人嘅身軀無相。我食，幫咁啲會叫，你講你食，你讀不到嘅時，你食你炒粿條切呢，一接起你 bloodstream，但你食肥，你食肥，啊，你食粿條，特別你食肥無代志嘅，你叫。process 一小油嚇。食。冇，食粿條有代志，食披薩無代志。哦，食飯有代志碗啊 ，OK？食飯有代志，所以 B 有啦，伊 B 嘅，伊 wheat 嚟個呗。像我朋友啊，伊嘛是 diabetic 咯，伊嘛是稱你 glucose 嘅迄個 monitor 咯。伊甲我講，伊未食迄個 Jamaican beef patty，伊只食你 Jamaican beef patty 呢，伊嘅 blood sugar 食慣，啊，特別伊會食roti OK。Go figure，伊講所以講奇怪，伊會食。對，即係特人。伊講無像有咧 carb，伊會食啥 garlic bread，伊會食。特別伊講伊未食迄個 Jamaican beef patty 是伊 favorite 嚟啦。伊講伊只食 Jamaican beef patty 呢。煎嘅事啊啦，唔知會 shoot up 你 blood sugar，inflammation 嘅事。你知我介啥物哦？我個暑假食油，個暑假食 carbs。我是 carb addict 嚟，我若是無食 carbs 啊，我會驚嘅，你知無？特別你近下我驚啦，近下食 carb，近下食油，我近下食油。特別我驚食咧，我是 combination of fat 參 carbs 參起來是幾好食。現在3吧，配飯好啊，好食。食 carbohydrate 先啊，我未曉 stop 嘅，你知無？我食了啊，我食到我食掉了，我甲 stop，because 我真 suka 食 carbohydrate 啫。炒飯，哎呦，炒飯我哋 suka。炒飯 OK 啊，你睇正數炒飯 normally 是 overnight 嘅 rice 嚟，所以 actually 伊 glucose 較少啊。特別我食好像一盤山。特別你是食濟本啊？我買食。我炒飯我是個食咩啊？我是個食鹹地咧 crab 嘅 fried rice 啊！伊油嘅仔哦。伊肥金金嘅，還有油嘅。Oh my god，幾好食啊！我是 bacon fried rice。我是 bacon fried rice。我往時煎 bacon 咧，我油開始流起來炒飯。嚇！我本是食胖 bacon。OK 啦，咁成日無肥是無。有鹹糊嘅搭。有鹹糊嘅係咩？哦，炒飯。對，胖。我是講，那是咱這個世界有油有肥，就係參照只最好咯。特別咱是要甲我去食物件，咱要食油是 before 咱食着，咱猛感過咧，咱食着是物件，油愛切來配，會使互我篤頂，互我食。刮好啊！我不免感覺咧，我對，下面拍生嘛，對，如果免拍生，了咯，哎，咱實際話我好多食吧，我肥吧。有來是想講嘛，我去買咧是講，嚇，干那肥。你袂曉，你做咩參淡薄？我講唔係，你個了好啊。Because 有啲人，較濟人啊 ，majority 人是買食油嘅。
对，所以我知講伊就做小春啲皮啊油係咪？但所以我你甚至去食嘅時候，伊講唔知是後尾咪料咧，是春嘅咧，你皮啊油嘅咧，伊三針白啦，咪是三針白是皮油淡薄白咯，伊是皮油皮油啊！我 usually 是煮迄個你度假錯啊。我 usually 我嗰時係啲成都了 ，the next morning 是我 cut 啲油， cut 嘢你一直變 solidify 啊嘛油嘛對，我黑格嘅油去。我暑假食油是 solid 嘅油，油咧油我較本來暑假食，因為伊是食到啲一地那款嘅是，哈你是地好食，因為我食暑假食哈你 butter 嘅 texture 那款嘅，你知咱食家呀多些係舊 butter 喲，嚇我暑假咧。你 feeling 一擠出來嘅你油我一地出來嘅，咁成希望咱大家不超我只是。特別有時油嘅皮唔食胖嘛，做不是胖咯，尤其是牛吧。我I mean 你規日成日煮油拌飯嘅款。啊，下本啊，你特別有班咯。我那是食你干呐，一地油嘅我免班嘅，我規地都照去誒，我免班飯。你有陣時，你特別有油，你使下攬到啲伊會拌嘅，係啦，伊做油胖，伊拌胖嘅油就做，把拌就做，做油下胖去，係你 OK 啦。特別你特別配油，我別成講你嘅，我會啦，特別我別頭姜嚟食，我別啦。所以特別，但是伊是地 butter 嚟食，規幾 stick butter 咩食？撲辣隻頭姜都肯嘢嚟食。撲辣，one thing 冇味咯，但是伊 season 就 OK 咯。你未知啦，就是係飲嘅嘛。我就是食康烤隻辣咯，啊，maybe 你學我食真正謝我會隻辣啦。OK，你有夾過one stick butter 呢嚟㗎？唔，我細漢特擺你看，唔是細漢特擺是細漢是隻頭姜，然後佢哋 margarine 啊，佢哋 Dorina 唔是 Dorina。啊，對，Dorito 是嗰啲。時光不做嘛。Dorina 你係卡一隻隻嚇，我哋呢。我嗰時候講我會只隻片啊，你話 still 味，你話 still 味。嚇，我並非我隻 extreme，because 我要食 butter 嚇，我要食螺絲先，我要食 butter 數。特別我真係上個女人 actually 怪謝啊！我白人有一隻佢個食 butter 嘅食。我係食 butter 嚇，我係成日講。你學我一地落地嘅 one stick 嘅 butter， 我係盡種食個了嘅呢。所以我食 especially crusty 落地嗬，我淡薄嘅落地啊，我薄膠伊嘅 butter。哦，上個係菠蘿包唔少。嚇，呢一地多地，係一隻多地，菠蘿油。特別唔是參唔成日啦，你就開起來。啲 butter 是落大地，係 stick。Open face 啊，攞餅個 butter 個膠嘅，對話嚟講。嗰唔是咁。你 butter 是落大地，隻貴一個落地隻加貴地 butter， 一個 stick 啊，嗰時係 travel 嘅，唔是 stick 嘅，伊是 travel 是一喙 ，travel 是一喙，攞喙啦，maybe。我到啲飛機嚇，我到啲飛機是食你好啊，係我 butter， 我唔係串嚟飛機 butter。哇！我特登報教誒 ，especially 係你兩百嘅啊，哇！貴啲係加九。我是食嗰隻，我有時冇冇當掉。因學佬一嚟班誒大你啦，特別學佬你 butter 安尼食，所以我特別教誒。你隻掉特別人是串是愛班食個了一串 butter， 我特別是 butter 食個了串你個班。對，我本身是嗰時候我感覺啦，一地誒 butter 是一半落地呢，對，我要去食one quarter咧，我就講係你一 one stick 嘅 butter，唔是一地咧 pat 啊 one pat 嘅 butter 嚇，我攞出嚟了。但是講正有隻字嚟講，我一喙呢，你聽到我真係是會知啊！你知咱去美國嘅 restaurant 啊，有當時樣嘅 rolls 啊，你是樣是嘅一碗你看呢，一 one pat individual 嘅 butter 包起來嘛，因為是嘅好我攰碗，我是會攰碗食了。哇，你會食咯，你看。So 我 Bruce 先至把你甲我講嘅 ，Bruce 甲我講啊，Bruce 甲我講啊，哇，安怎你誒，伊特擺我個隻，伊在我個隻fries 啊是煎物件，成個雲 dip， 開始是 fries 啊是迄個 potato 誒，你一咁樣，即係乾可能我是。
我下唔是 tater tots，伊是 flat 的啦 ，flat 的就 medallion 就coin 啦，係咧。instead of 迄個是圓就係湯咧嘛 ，tater tots 啊。啊，maybe tater tots 冇佢哋叫圓，冇叫 tater tots 本。anyhow，伊做完特別 air fry 食一個 nugget，之後淡薄 air fryer 出來，所以伊就做完是個食啥物 ，another 杯物件，就是 mayonnaise 咯。我本是我真 suka 食 mayonnaise。 Oh my god，mayonnaise 是油啦嘛 ，mayonnaise 是內鹼加 oil 油呢 fat 嘅嘛 Yeah. ，so Yeah. 我食 fries 咗，伊是一碗是 ketchup， 一碗是 mayonnaise 參 pepper， 所以我是換淡薄 ketchup 了，換你哋 mayonnaise， 咧伊用是攪手者，我們是安尼，哈，無味好味喎。對，你攪手者嗬，咧伊講真係拄好。伊講我講拄好食嘅了，唔講我食嘅了，你potato 誒一啊嗬，了我係 ketchup 加我係mayonnaise 了嘅了本咧，豆本是了嘅了。Actually ketchup 參 mayonnaise 嗰是 Thousand Island 咯，差不多。差唔多少少。對，差唔多。對。特別我 mix 起來嗰時差不多係 Thousand Island。特別我講 Thousand Island 嗰個淡薄就係 relish 到裏邊。特別味所想啊，特別我較是個 separate 嘅，我是個 mayonnaise 味。So 特別你 suka 食 sour cream 喎？sour cream 是個食。我本是 sour cream 加 baked potatoes， aduh， 我攬加謝可以咬加吉哩吉哩，我爸講嘅吉哩呢，就我 suka。嚇 sour cream 嗬，我知我是個食咩哦 ？sour cream 食個 dessert apple pie。嚇 sour cream and apple pie 你稍 try 下啦。我唔係 try 過。你 try 下 apple pie， 你真咩事喎？你我是 cheap 嘅你。你食 apple pie 你使食個 crème fraîche 啊，真好食咋。我是 suka ice cream。crème fraîche 啊 ，crème fraîche 是淡薄酸酸嘅。OK。因為淡薄 tanginess，所以你食個 sour cream 嘅時候，because sour cream 咪是咕咕淡薄，嗰個淡薄要酸酸淡薄。然後你食個 apple pie 啦是甜嘅時，真正好食。你把它 try 下。你免係只，我係只，你免係只。你夾你 sour cream 嘅嗬，你 whip 伊。你啪，頭伊 fluffy 淡薄，然後你配個你 apple pie 食，成個人食 whipped cream 嘅。你是有 whipped cream， 你使摻 sweeten 嘅 whipped cream 加無 sweeten 嘅 sour cream 摻落去，所以變呢just 干那 sour cream 嚟聽伊啊。你 suka 食 cream cheese， 你 suka 食cottage cheese 哦 ？suka。我本是 suka。特別 cottage cheese 冇油嘅嚇，佢係黏嘅嘛。cottage cheese 我就食。我嚟做我食呢，你 cottage cheese 我你直頭嘅嚟，你是 full fat 嘅 cottage cheese。full fat 嘅 cottage cheese 我會食 cottage cheese as white dessert 嚟。我俾食 dessert 咧，你使係佢食 peach 啊，你切食 fresh fruit 啊 ，peach 啊 ，mango pulp 我哋咪講對。我也是罐頭嘅 peach 就係正正興罐頭 peach 嘛。對。peach 嚇對。你比較甜咩？你咪隻 syrup 啦，你可以 food 了，你係到啲 cottage cheese 就我 cottage cheese 頂面咯，所以你食一個鹹鹹啲就好食。但是冇係甜，我本嚟食。我未想俾佢食 because 佢食好最貴 cottage cheese 啊，nutritious content 你那是愛煮嚇，我係煮 lasagna 嚇，係 cottage cheese。對，我本是係 cottage cheese， 我係 ricotta， 邊你摻 cottage cheese 去 ？cottage cheese，你係 cottage cheese，一真正冇食，and 我一邊 break 一邊切變咗刷去。一邊แล้ว and 一個粉，แล้ว我上擺我做 lasagna， 我冇煮我冇。伊 sauce 就係女，對。你伊 sauce 反正伊 pasta 伊 lasagna shit 嚇冇一味。對，熟㗎了，你 cottage cheese juice 㗎了。OK， 今日咪同人講我食油啊！伊未去食你本安啊！人特別對我 Instagram 求我去食咩物件，見未？你叫定到啦落完櫃，我就當去食正雞，食正嘅雞肝。好料，真結果。OK， 感謝大家。Long comment 是 please 教我講講，Long 隻小白
ratio， 先講肥，咱對，咱只是頂面數咱肥油肉嘛，所以你特別講油甲肉，所以我是個只拍的 minimum 啦，60-40 key above。了，有人講話你嘅 minimum 是特別 ideal 咯，來 ideal，所以我 ideal 是70-30，特別60-40我未食。有人講話你，來，比方咱早時人講你阿咪就10%我去驚你，90 maybe 40-60 90 OK 幫咁啲，我愛你配家庭我對。配咖喱啊冇油嘛是未食，嚇你我甲他白一隻一配的，呀把下家己。then 冇油我們會食，是講一般講小大家先得定我會食了，特別女啊你話，嗰時吃吧，到時你是60，到時你40。咁啱話你講嗱嘛，咱白是到啲油性一個白嘛，咱算是配油白嘛，所以頂面是油，下底是吃吧。點解冇是60-40 OK good ideal at least 50-50啦 at least 50-50阿什laksa 我是30-70吃 OK 別使講成個阿三1加90冇啦，成個阿三30-70 OK 哎呦 sorry 這是我 burp 我 hunger burp OK， 感謝讓到啲 chat room 嘅事教我到啲咧 chat 嚟教我講到就100%數 OK， 我家己講感謝希望咱只肥肥了只肥肥水水只肥肥特別個只肥肥只油特別只肥肥，感謝下禮拜再見，拜大家拜。真係啦，OK sorry， 聽住你快冇怪，必須準備訂邊一靠嘅邊一學嘅 logo 訂就有時訂看，但係鋪機嘛，咁落海，你一個訂掉就正，你覺得咧正時嘅訂就有時落，有時間同啲都。